伤多。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感觉世态，伊设计超看待，就算转来无三通叫我阻碍，千百年间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天空降水，飞过风飞，身边只准备一千个等待，含你困眠是我的嘴言，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落飞。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幸福快乐。啊啦，准备拖算好，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老人。咱的曾经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悲怨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我无想好。咱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守护，是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骹囤足鸡钓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壳上适拍的大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甲精神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是在我顶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嘟嘟嘟，传承了我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总心坚强免搁想伤多。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感觉世态，伊设计超看待，就算转来无三通叫我阻碍，千百年间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天空降水，飞过风飞，身边只准备一千个等待，含你困眠是我的嘴言，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落飞。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幸福快乐。啊啦，准备拖算好，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老人。咱的曾经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
望我无想好，咱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是的几度，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即摆有声，应该是有声。麦克 test 麦克风测试，嘿嘿嘿，one two one two，闪跟我们今天讲的声调好像有关系耶，好好笑。没有错，完蛋了，我今天脑袋这么怕啊！你先惊闪啊什么？我就惊哎，亲爱的没有，老师，我告诉你，我后来就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昨天在我讲在准备的时阵，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我发现今天讲的东西，因为要分上下集，可能会比母婴来的少。哦，对，我要自己尴尬啦，就是先给你一个强心针，也不是强心针，应该要叫什么？嘿，叫啥？应该是给你一个安心的那个。好，对，因为我觉得，我刚刚给那里应该也较久啊，我长那款，我们之后会有一些。就是读台语 BL 小说什么之类的，我想说，我为什么不给交错读呢？你看起来这样可能会比较快乐一点。也是，我早一直在想这些代志，可是老师算了，我们现在都已经好，那我们就先痛苦完之后，我们再来享受一些比较有趣的东西。我们就是系统化的东西，还是得要先接受一下，对不对？可是其实声调也还，我觉得应该是上次后来想了一下，母婴其实也可以分2集，你可能就比较不会，你可能就会看那个，你可能就会觉得比较那叫什么，较轻松。可是我真的觉得还好，因为我们现在声调分2集了，所以它其实没有那么多了。你要相信你自己。我们应该是分3集哦，因为变调我也是变调嘛，是啊，变调是对，另外分1集。哇，光是这些调啊，我真的，所以加油。所以老师敲门姐嘞，就是很多学生都是卡在声调跟变调嘛。我觉得变调卡的比较多，就是声调，我刚刚想调，大家其实还好。然后，但是要变，因为台语跟迄个无同款，就是台语是接力后边有力就会变，就是一个字，它后面字它就会变，这样子。先变完。好的。哇！为什么今天看到大家都在笑？难得陶娃娃，因为他看到我不想面对，然后脑袋过载的我们，他们最享受了。就是低开失败就是米刷的快乐。没有，不对，就是安尼啦，没有错。陶娃娃，真的好奇怪哦！你们人生你们人生都已经这么顺一帆风顺了，多一点祝福不好吗？各位成熟的大人。我觉得生而为人性，就是喜欢看人痛苦的样子。我在想，人性如此吗？先跟大家讲迄个好啊，就是先跟大家打招呼。然后我们现在还有，今天应该有迄个很好的消息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大家今天也都等蛮久了，就是有关我们募资的事情，对不对？是，就是专辑，大家都在问什么时候可以买了啊？可以买了没呀？哇！好，那你们今天先跟我们好不好？一一报数有募资的小伙伴。我们今晚先来挨啥子节啊？之后我们就会发布，我们就会今天来说完之后才会进入我们的正题。没错，对，没有错。这个平安，中岛平安，塔娃娃吗？你先，对，你先念，对啊，首先塔娃娃，平安大探就咱塔娃娃今晚在马来西亚，系啊，应该是在旅行吧。你现在还在马来西亚？应该是在马来西亚。对啊，应该是。现在我没看到你的相片，应该要放在那个在 DC 一下吗？那他娃较低调，他低调的大佬的。怎样？你可能看到一个那个泳装长发美女，然后是他本人这样。真的假的？他留长发。真的假的？对。不要去骗人家马来西亚人，你这样会被鞭刑。鞭刑是马来西亚，好像是新加坡。对不起。你觉得马来西亚人听到会抓狂吗？不要干嘛？
快又要道歉，我们到底要道歉几集？喊记者，之后开个记者会一起好不好？一起这很没诚意，记者会还要合并这样。对，而且记者会而且重点是那个记者会之后还故意攻上一下，我们那个专辑开放预购。拍谁哈，不好意思哦，就是我们的经费有限，对，道歉超级没有诚意。对，没错。有什么马来西亚人被认为就是被认错成新加坡人会很生气吗？这大概就有点像会跟就是台湾人被认为是西大陆的人的程度是一样的。真的假的？是这样子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我觉得每个国情不同啊，但我觉得他们可能会生气，但可能生气的点可能不一样。那可能跟他们历史文化有关系，所以我也蛮想要知道这种事情。挺有趣的。我只知道他现在搞不好在转机中，然后就是可能就是稍微打个招呼，然后没听到这样。对，补档的时候记得告诉我。好。那个交通频道你念好了，应该是你念。好，没关系，都可以。交通频道先生，丢档不要多探机，刷了来袭。丢档频道多探机，牛妈，牛妈是坏掉了。来，请说说你怎么坏法？怎么是坏掉？我知道你一开就是什么，你是看到那个什么奇怪的星系名体，你突然变没有啊？牛妈坏掉应该是他突然讲出一些很凌厉的评论。那根本就不能称之为设计，这种才叫坏掉，不然他平常不是都是这个样子。可是牛妈对，你知道你观察得到他一束熊都想那样。对，没有一个正常人这个世界。我们就等待一下聊天。有啦，我们水灵宝贝算正常人啦，应该吧 ，maybe 应该是什么意思？你可以对你的粉丝有一点信心吗？要不然米刷，或者是米刷？不是，因为我突然觉得他太正常的话，好像觉得说不对。我的粉丝如果太正常的话，好像又不是他们了，对那种感觉。很正常嘛，应该是你的正常的角度，就是正常发挥的疯癫。对，好，我们不要说正不正常，我们说水灵很贴心，对，就正不正常那个另当别论，这样。你看，马上就来一句我是史莱姆，这样安内有敬雄吗？不是，为什么会突然讲到史莱姆这件事情？是他昨天在 Discord 有说到，就是自己的形象。我一直以为你其实是精灵就是怎么看那个名字都比较像是觉得自己是精灵啊，原来是史莱姆。因为很像绿水灵是那个某个游戏的史莱姆的样子，对。然后对，所以最近大家不是疯狂在算一些用 AI 算一些自己的形象嘛，然后水灵算出来旁边依旧是有一个史莱姆的一个形象，大家就放心了。例如我很放心，对，没错。变调声调，我说坏掉原来是这个梗，是不是？谢谢牛妈，夜夜平安大探吉，平安大探吉啊！混沌中那个话就不是正常的吗？好，没关系，你不是正不正常那个不重要，我不在意，但就是你很贴心，谢谢，好不好？反正就是，那我们现在来开始的生下面什么？你说形象吗？什么要玩什么？有时间的话，应该是他是说 AI 算对，算图之类的。我最近比较忙一点，其实我还没有开始学要怎么算图这件事情。我也是我不知道是画图的社畜的大家，我刚刚我也都对，我觉得因为对我而言那是一个抗，我不知道该怎么讲，那个抗就是我没有办法去主动去使用算图这件事情。陆轩老师也是吗？我自己也是，我自己是能够画出来的，因为我觉得每个画图每一个都会让有自己的美感标准，就是会有一个美感标准。然后我并不是觉得他画不好，而是我会觉得这个标准可能会影响到我的标准，就会让所有的创作者画出来的东西都很像，超像。而且我最近有淡薄发现到这个代志的影响社会，就其实它是有这个变化在，就是大家其实审美变得很一致这件事，的确是。不管在 VTuber 上面还是在，可是我觉得漫画比较少。但我觉得如果是做商业的话，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对我来讲应该嘛不会吓你啊，应该也不会。就如果做纯商，应该我就不会在意这些问题。然后重点是，就是现在在做的是比较类似，就我们的品牌独特性会很强，所以这些代志我就会偏
后边我自己也受到更加多的影响，就我会避免自己再受到更多的影响。我自己的话是文字的辅助，我自己还是会去学，可是我这辈子还没有请 AI 帮我算过任何的图之前可能有在DC 或 Twitter 分享的那些，就是都是可能其他 B 鹏鹏或者是大宝老师或者是我们家面线替我算出来，但其实当下我收到是很开心的，因为他们有想到我。对，只是我觉得可能我画图太久了，要我主动去算图，我真的会，我真的会有障碍，我会觉得有一个抗在那边，我实在是算不下去。可是不得不说，这个是趋势，也希望大家玩得开心。就是该严谨的时候我们严谨，可是这个东西如果是大家可以互相分享的话，我倒觉得没有关系，你们就开心的玩。对对对，有最近度假讲就是把 AI 变成构图的灵感来源，其实是对，它确实是可以这么做的。对，是可以。我觉得沟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现在我在做外包，就我们做外包的时候，如果有客户，就他不会用绘图圈的那种方式在沟通的时候，他用点 AI 辅助，我觉得加速很多，是加速很多，是，对。可是我自己的话，我反而会觉得会变慢，对。就是我那是自己画，就是我会自己画嘛，然后设计图我要长怎么样，然后直接给我团队里面的人，那这样子对我来说比较快，对。那 AI 的话，因为我觉得可能要看你现在着力的是什么样的主题耶。如果真的是画比较偏大众的东西 ，AI 算起来就很快。对，但如果你画的是讨厌一些特别职业，譬如因公妈咒，你就必须要先丢一张图。但你要丢图的这件事情的前提是你要去做田野调查，你真的要出门，然后走到一家庙，把妈咒 hit 落来啊，然后你要跟 AI 教育说这个是妈咒，是，然后它就是你在大数据资料库可以找到林默娘，请再帮我生成林默娘做什么的图片，那你的沟通成本就会很高。如果我们做的物件是台湾的文化相关的物件，它其实就会变成我们是前面的开拓者，我们要让就是 AI 去标记这些东西，对，但是就是其实我在 AI 在发展的时候上头前，就是最前面的那个地方的时候，有一些平台有叫我去上课，就是艺术家通常在插画家那个时候就是要去做标记人员，标记人员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今仔日跟 AI 讲话的时候，你会在他的资料库内底找到相应的物件，然后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就是有人人工去标记这个，比如说你打到等飞机的时候啊，你就会出现飞机啊，但是就 AI 会出现飞机，但你在等车等飞机的时候，事实上车跟飞机都还没有来。对，那标记人员他就要把那个标签拿掉，他就要去做这个指令。对，我一开始其实有去熟悉这种系统，然后我有去稍微了解一些这些东西，然后也有人邀请我，但我觉得那个很麻烦，所以我就没有做。对，那我觉得在台湾的话，因为台湾的文化相对来说，你真正用数量去讲，这有比较少人，我们台湾人自己都不在乎，很多人都不在乎这件事情了，所以比较少人去做这件事情。那是说你今天在做台湾文化的物件，你就要先去做标记这件事情。对。那对于就是我们现在已经需要产出应对商业市场的低卡的物件来讲也好，还是我自己在做的漫画来说都不会比较快，对，就是都不会比较快。对，我觉得好像不是不喜欢 AI， 我是觉得做这件事情可能需要到有一个量化的人口，大家一起来做，那它可能会推进的比较快。然后我当然乐见其成，我觉得以后台湾一定要跟上这个趋势。但是这件事情很难，你给洗做台语的日文 AI 这件事情，其实就台湾大哥大在开发的时候就已经很困难。
的确是就像呢。不过我觉得 AI 现在变成趋势真的是不可避，而且我觉得真的是要大家可能一起，就是要跟他们共生共存的情形下，自己的美感，重点是自己的美感不要丧失了。就是那个，因为 AI 的美感其实说真的都还挺像的，但是不要让它来驾驭我们的美感，应该是我们要提升我们自己的美感，然后去教育 AI 来辅助我们。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重点啦。你刚才说辅助吗？辅助，对，辅助。有没有说就不用担心是妈祖庙？确实啊，我一直因为我有意思说，其实现在那个时候，就现在妈祖有东西，可能因为妈祖绕境，然后在国家比较有知名度，所以大家都会去做这个。就是有人一使用的多了，然后这块方面的文化有钱了，他们就可以请人去标记，其实是可以做得到。你当然就有看到，起码大概剩出来D卡的新衣装的图，大家也会发现，就是妈祖的元素很多嘛，就是它会自动去读到这些东西。如果说写台湾神明的元素，妈祖的元素就会出来。为什么？那是因为就是使用的人多。所以这个门槛还是要你累积到一定多的人，那这个东西就是白老祖白条屯绕境的，就影响很大很大。说到这个那个 UK 的那个牛妈她老婆春姐姐算出来的那个真的还蛮好看的，我觉得天哪，对啊，就是会算到，就是对，店先生，然后そしてふみさん，有一个朋友入来啊，那个平安大探奇，构图是什么意思？你讲 Google 的构图的构是 Google 的构，是不是？你在呢？我现在有好多琳琅满目的一些什么算的什么程式，其实我自己也都不太了解。对，不过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趋势，大家去了解是好事哦。但是美感不要反而被驾驭了，我们要提升美感。对，我刚刚接的代志就困难，我觉得很困难，就是整个努力了，就是本来就应该是台湾对这个，起码大概对科技的重视，大家对科技的重视，也是比创作更加多，就是我们台湾社会呢，是，对，我起码有一个我熟悉较参像时代的朋友，就是给我足侪回的朋友，然后一直刚刚讲我画图会使赚足侪钱的，就大家都会觉得我画图可以一个月赚10几万，但实际上在台湾的产业里面并没有，我觉得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对，就他们觉得那是精致产业，他也觉得你的东西很好，所以一定会有那么多钱，但是这是实际上没发生的代志。对，可是他们比较了解的东西，就是现在大概对 AI 都有一定程度的熟悉，就是大家都会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嘛，也知道这东西能够赚钱，所以大家就会更认识这些东西。有时候不见得是他们看低这个产业，而是他对这个东西不了解，然后他真的是以一种你就是专业的心态去欣赏的，所以很常都是这样。吃太饱了吗，吴欣老师？对，头多那天就是口误啊，就是讲太多。然后我刚刚喝超多水的。我大概分享一个代，我最近才发现，就是在 Seven 就是2000cc 的矿泉水只需要35块，然后我们以前都去买那个，我一张都是去买那个 Uni 的那个20块的水嘛，然后它好像只有500cc 500cc 如果买2罐的话，买2罐一定会变做40块呢，那就超怪的，真的超贵的，不是超贵，好贵哦。然后我现在就是觉得我买到35块2000cc，因为今天要开直播嘛，可是我的快煮壶它煮的时候水又很少，对，我就想说直接买比较快，然后买到35块，我就觉得我自己赚到。我现在在狂喝那瓶水，我觉得很开心。我感觉你在冲啥？我等于那个消摊谈级，消摊级。你个口误啊，安尼，所以在最灵性。然后喝了就就打嗝。那我们我们锁定今天的配信会有无限吴昕老师口误啊，好不好？然后对着大家打嗝，超级没有礼貌，好笑。而且刚才讲福利。刚刚还讲了一些，就听起来很像很知性，很像什么智慧型的就是知识 YouTuber 跟 VTuber 才会讲的话，结果就打嗝了，好好笑，超级没有礼貌的，很棒，这个反差，这是反差加分，好不好？店先生只会随便涂鸦火车，这个通常这个基本上这些交卷的小朋友应该对都是很会藏的，好不好？我觉得，嘿，立功，嗨。
我刚刚写安呢，我觉得创意这件事情跟你会画图是两回事对，我刚刚应该混做能有当时有就这人会晓画图，他可能很会把照片临摹，但是他不一定会有画面上能够产出新意的这种创意的想法。不得不说，对，的确。会画图的人在台湾很多，可是有创意的人在台湾可能稍微的，我觉得是被我们教育所压榨的关系，奴性太强，那就比较创意面可能稍微会渐渐的在长大的过程中被消失，那个也没有办法。的确，我刚刚创意够能就一种是接天线型创意，一种是你见识多广之后，你知道什么东西放在什么样的东西，它会变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内容放在什么样的地方，它会蹦出新滋味。这两种是不同的创意。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刚刚我自己不是出世都就是吃一顿饭的人，就是我不是出生就接天线的人，所以我就会一直很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在今年我有熟悉更较侪无同款的人，就包括讲来家害行，就是我们在透过直播认识不同的人，然后他们可以分享不一样的生活经验。那这件事情也是可以增强你的创意的。就是我刚刚创意是当训练，就是它是可以训练，跟你的 IQ 一样。可是大家他们怎样 IQ 其实是可以当训练的，就是你那是对，你那是而且就是个。就是上有效的一个，我听讲是运动，所以我觉得你应该不会很笨，你应该也是精明干练的人才对啊。可是我满脑子都是肌肉哦，我不觉得，从来不觉得我自己聪明欸。不是脑子有肌肉这件事情，不就代表就是其实你的脑子很发达吗？你要相信这件事啊。感恩呢，吴昕老师。干嘛呢？我不知道就是你要相信你自己。好，那我们就透过今天我们的课程，看看我是不是能够就是真的融会贯通开窍。我跟你说，真的啦，我跟你讲，今天的今天的真正没那么困难，你要相信我。有没有看到那个封面？不想面对。有我等大概讲，你还没有刚上红播，我们刚刚聊太久了，怎么办 ？AI 聊太久，我今天完蛋了。然后呢，你先以为你的迄个专辑，大家要替我们加油呢。我自己就紧张，你知道金曲奖要公布入围了吗？好可怕！5月中旬。对啊， 5月中旬。对啊，好可怕啊！吓死了！哎呀，吓死人了！好了，在那之前呢，大家老姐加油，好不好？带头。除了加油之外，我们的实体专辑也开始开放预购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哦。对不起，我用错版本了，等一下。然后给你也是大底外那个头点款。我找一下，来，我现在好像没有办法头上带个专辑给大家，就是当成广告版位这样。哦，那个也没关系，因为反正我们就是在这阵的配信，我就是会常驻，对，只要有想到就会贴一下。来，有没有看到我们这次专辑有分瓶装版跟精装版？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哈，盖小姐来的那瓶装版哦，这个基本上现在的这个时代出专辑真的是不容易哦。但即使如此，烧成本的这个状况下，我们还是努力的把瓶装版跟精装版出来咯，好不好？耶！对，那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瓶装版就是一片复古 CD， 就这样。但是就是依照在咧买迄个500的专辑的时候，通常都是长这样，然后他们还是会卖得很好，这样。没错，哇，以前那个专辑销量100万，像随随便便都有但现在你要卖过千，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对，而且我们这一次的专辑的封面是聘请到廖小子老师，也就是台湾设计台位第一人的艺术家。廖小子老师也是曾经在，我刚刚你在讲瓶装版。对，我刚刚看到那个大燃烧陈要说瓶装版，我刚刚也想说是装在宝矿力水德里面吗？瓶装版好，没关系，各个瓶装版你们各自表述没有关系。对，但是廖小子老师真的是我们台湾台位设计师第一人，一定要介绍给大家。我们这次聘请到他来就是操刀设计我们这个第二笔的这个算是专辑的宣传图之外呢，我们的精装版也是经由廖小子老师之手，所以成本非常的高。对，基本上精装版是谁个除了
除了北极片，还有什么其他的不一样的地方吗？可以给大家看图吗？来图片的部分，来精装版的，其实说真的，精装版吼就高就高这样看起来是像一个 K 啊，好像一个盒子，但其实它是一本非常昂贵的书，好不好？是 R， 对，盒子是 R， 不是 K 啊，是 R， R 是 R 吼。这个啦，这个是 R，K R 可能更小一点，更小一点是不是？原来有分是不是？有一点小程度的差别，没关系，不用理我。好，我们等一下再讲。OK， 这是台语课的部分。好，对，台语课的部分。那么精装版的部分，基本上你们就可以当做它是一本成本很贵的书，可以翻页的。对，而且就是基本上里面的用料什么的都非常非常的烧成本。也就是说用料什么？里面有芋泥跟香菜，是不是？对，还有芋头，还有地瓜跟起司。是这样那是蛋糕吧？什么意思啊？好啦，那这个基本上精装版呢，我们就是原本是定价已经快要接近2000的这个状况，但是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人手一盒的这个状况下，我们把它调降到1520。对，那如果说你真的觉得哇，这价钱实在是太尊爵不凡了，无法拥有也没关系的，你也可以选择拼装版，我们这样定价是520的。这个部分好不好？都希望大家可以支持起来。现在做唱片真的是不容易，但是我们团队真的也是努力的，在去年我们募资结束之后，如火如荼的，我们将所有的精力、所有的成本都投入这张专辑以及3D showcase， 然后也一一的把所有的周边都交付在你各位手上了。现在呢，我们的实体专辑也要正式进行我们的预购了，积极起来真的要支持起来。我会给你装帧，就是有装帧的精装版里面，可以看到迪卡龟的就是整个角色跟写的故事，就是我有特别去写一些角色的故事，然后在精装版里面有，这样子，对，如果大家想要更加了解迪卡，可以买精装版，里面有很多很漂亮的文字什么之类的，对，就有点像是你在听有声册。有声书，而且就这次我们的用料其实因为是非常非常的昂贵，所以其实小子老师他是直接做成9宫格的动图，对，那但动图的部分是很可爱的 Q 图，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真的是非常烧成本，动图对，很烧成本的状况下，你们可以期待一下，就是这个书到底要怎么动起来，你们思考一下，就知道说真的很值得大家收藏。那而且参考图的部分，我们原本要快点赶工给大家，但是前阵子小子老师烫伤，他那个非常 nice body 的，他那个非常 nice body 的烫伤，煮饭的时阵，然后他的油直接抓起来，也迄个上半身，就顶身敢若是就足严重的，安尼。但是伫咧脸书看起来很痛诶，吓死。嘿啊，但是脸书诶 po 出来的相片真正够 nice body 诶。因为重点完全是，你的重点为什么是没有先关心人家在那边叫？我不是不关心，但是你知道下面那个几百则留言，不是不关心，不是不关心的意思，就是没有什么在关心的意思。你们自己去间接承认了，好不好？不是，你们自己去看那个小子老师脸书哦，他 po 出来那张照片，下面就是好200-300则留言，大概有一半以上都说不是老师，我觉得你在秀肌肉；不是老师，这怎么看都是在秀肌肉；不是老师，就是你那个也是太 nice body 了之类的。每个人都在关心他的肌肉，没有人关心他烫伤。迄200外的留的内底有180个都是你留的，而且全部都是你留人家关于人家 nice body 的部分。对，这样我是有这么多小账，是不是？不可以啊！我怎么可以这样？好啦，不管是不是我留了，但是既然你们都觉得是我留了，就去看看我的意念、我的意志吧，都在小子老师那边了，好不好？哎呀，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可能还来不及把就是目前小子老师那边在制作的精装版的一些细节拍给大家，对，但是相信大家收到一定是会非常赞叹惊艳的，好不好？因为毕竟小子老师他对于设计这方面真的是1等1的专家，而且小子老师对小子老师在历年他也得过了就是金曲奖的装帧奖，也是其中一人，好不好？所以我们其实这次也都是高成本的，就是邀请到很多非常厉害的团队老师来就完成我们这一次的募资。高成本应该是希望把这个东西做好啦，对啊，因为就是我们自己做
台语专辑嘛，然后大家都会希望，我刚刚今嘛大概嘛是对本土文化的东西有多一点的期待，因为我们本身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标准就会比较高。但是如果你没把这个标准提高的时候，就这样让你讲像这种东西，你是不是想要吃台语的价值？对，我觉得其实台语价值很多时候都被人家贬得一文不值因为历史的关系嘛，对不对？刚刚有人问说什么迪卡奈不 OK 啊？迪卡有啊，迪卡在。我刚才也说我的下面听起来好奇怪，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他今天是麻吉呀，我今仔日是麻吉啦，新丰兄弟，平安大探钱哦，有啦，小天平安大探钱哦，Hello， 小天，嗨，金固博孔，我们是有金固博孔啊，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是觉得好像体感感觉很久了，没有看到他，好，过了1天之后就是很久了这样子，我也没有这么想念他，就是普通而已。好啦，而且跟他们讲这个尊爵精装版后面的图啊，原本我是想说我要把那个我们这个盒装感觉像一本大词典的这个第2笔的精装版把它跳出来，所以我原本后面的那个花牌的图用的很就我故意把那个饱和度调得很低，对，但是我发现很像三，有点英龙晚在，有点怀念的味道，因为实在是过于英龙晚在，我想说哇靠，这个尊爵不凡的这个版本为什么这么的英龙晚在？我觉得不太对，我想要快点把那个饱和度调高，哦，这样才对，不然实在是太英龙晚在了，你知道吗？没有啦，也是不对啦，笑死！我刚好像不小心按到翻译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很像那个。小天不知道在打一些什么奇怪的东西，结果发现是按到 Google 翻译对啊，然后我就想说，他为什么要一直说好，要一直说该，结果没有那个按回来，就发现他原来是按的那个 emoji。为什么现在那个YouTuber 有时候YouTube 会自己帮忙翻译啊，好奇怪。对啊，所以上次我才会变成说，我刚刚差一点。对，上次你在讲那个我爱你，那个不是靠腰，那个腰舞吧，我就看成是我爱你，对一二也是，我想说啊，怎么是我爱你？我是谁在跟我告白吗？你到底在讲什么？我想说，我想跟我爱你，你还拍谁呢？就不是，就那个是翻译。爱奏乐，的歌出勤，对啊，对，那个，对，我觉得爱奏乐，以后我们就会是那个我们是少女白青团队啊，以后就是你们以后你的新奥数啊，就是有没有缺虚拟少女白青呢？如果缺的话，可以考虑我们丢逼团队，好不好？我们家还有会使做那个配外 BGM 的。对不？还有会当唱的，会当考的是我，会当考的伫遮。对，我想到我的薪水，我就会哭出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想到，这是我们的团队。如果你们对你如果就是现在好不好抖内下去1个月3000多块，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在你身后事的时候，我们就会每天期待你的到来，就会期待你什么时候可以对发挥我们的长处。每个月3000多，你在说我们家告诫会员吗？他们会误会。对，他们说这么好的福利，没有，我跟你讲，你们也可以那个你们也可以就是在另缴3000多，我们可以出那个身后事服务。我突然发现，其实我们这个团队也是有这个本事做这件事情。对，我们联络一下阿胜老师。那我们也好啦，我们其实也可以，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好好的活着啦，真的我们真的非常希望。对，好好的活着，然后快点买一下，好不好？在那个有得买。对，不是有一句话那个什么看买只需买，等一下。有花堪折直须折，你怎么可以没有听那个安玲珑讲话？是，对不起，对，你不是在那个就是坐船的时候，唱歌的时候那个是，我要被8大版权炮了。是还好，应该就是公对。对，好啦，有 CD 有专辑，堪买只需买，末代无 CD 空，我在讲什么？好了，随便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就好了啦。支持起来。没关系，我觉得大家都还是不知道，大家不知道也没有关系，反正就是按下你的购买按钮。对，在置顶连结了。对啊，
讲到专辑嘛，是爱讲到咱的迄个 sponsor， 对，sponsor 就是除了专辑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咱今仔日的海信嘛，是透过咱文化部感谢赞助播出。啊，今晚咱还有甲文化部有一个迄个合作啦，就是对合作。就是那个闭口音啊，但是这个是我们下一期2个礼拜之后跟大家见面，我们才会讲到的。对。那个我们现在跟文化部这里有一个那个周边的合作，会员的合作，那是讲你今晚呢一个月会员，有会员的朋友提前到一个月150以上，150块以上哦，不是说只有150才有哦，150块、300块、3200、3400的朋友，我们都可以有。文化部6个月的周边回馈啊，这个月顶个月是跟配，就是明信片啊，这个月的东西已经好，我觉得成品可以给大家分享，我觉得很可爱，超级漂亮的。我就讲伊特先生吼，我快的时候有看到，这个是那种小的它也是迄个妹系的大小，也是妹系的 size， 也是透卡。你就看到后面其实可以透过去的，对，就是讲你若是因为我刚刚现在做这个周边，我的想法是4月的时候就差不多是春天，就是最近的天气就是凉凉啊，还有日头出来嘛，对不？我觉得很适合出去玩，大家应该嘛就想要出去耍的。我想说让迪卡在就是大家在出去耍的时阵嘛，也可以享受到迪卡的陪伴。对啊，拿到会员的各位朋友也可以，好不好 ？tag D car， 不是 D car， 但这是 D car， 对，这个是 D car， 对，你也是在 tag D car 翕相，啊，还有就是 tag D car 说你到底去哪里玩，吃的东西也可以哦，就放在我们 Discord 还是讲 X 顶管那个都可以，对，随时带在身上。俗话说一日为什么小天现在才开始讲那个？他刚刚都在想，就是要怎么讲这件事情吗？俗语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肚子好饿，围热三秋，余生可爱真的依旧，猪猪碰碰不用研究。你好适合来当 rapper 哦。是，小天常创作这一类的，然后一堆就偷偷凑我一下这样子。对。他刚刚都没有讲话，是因为他在想这个呀。对，很明显是。我跟你讲，就是这个月是亚克力特卡，然后我很期待，我就期待大家看到的时阵，你若是出去耍、出去吃物件的时阵，你们就可以用这个东西，好不好？让迪卡在前面，然后食物在后面，拍照给我们看。我其实蛮喜欢看大家吃饭的相片诶，我很喜欢跟大家跟我们分享生活。对，是希望大家一个人的时阵，刚刚淡薄仔高大就会使摕一张出来翕相。跟我分享您今晚在创啥，我们看到我们就会回，好不好？没错，对，都可以拍下来。猪猪就不定期会也可以存一个吼，去看一下这样子，好不好？希望大家也希望可以大家多出去啦。出去走。没错记得填单哦，重点是要记得填单哦。我们那个4月已经快要收单了吼。收到4月30号哦，记得填单哦，谢谢大家，好不好？对，我们在伫迄个恁点入去了，你若是有会员呢，你们有会员的资格的朋友，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社群贴文，对，社群贴文，然后你们也可以。在就是你现在直播下面有放吗？我有点忘记了，有放的，有可对，你们可以在我们直播的连结下面看到表单啊，记得一定要去填。对啊，你们其实没有填的话，之后还是要想要重新拿到的话，你们就要通知我们补寄哦，我们不会去追你。对，就是可能主动通知啊哈。对，我们会怕重新寄到你的。对，所以我们并不会主动去通知啊。如果有主动通知，那叫做诈骗，记得打119，不是1910吧？19是救护车。那1995是什么？对，1995是什么？我有点忘记了。家暴专线抗结脖头瓜。我不什么？麦克讲不啊，我不会脖头瓜。水母就是这些水母就够追。他说我不会填单，所以希望猪猪帮他填单，然后就加了高阶会员。
哦，真的假的？伊讲哦，那个这文化部的这 level 哦就介意的哦，哎，文化部的这 level 就介意哦，想要，然后哦，猪猪我不会填单，哦，快点加高阶，哦，填单一下，谢谢。那你知道吗？你4月摕到这个，你5月的时阵你摕到一张，你就会使伫后边放波头光，你可以在后面放那个葡萄干，然后迪卡在前面看起来吃得很开心的样子，好不好？这就是你们想要看到的结局。起码就已经给你机会啊，就已经给你们机会。不要说我没有为大家谋取福利，好不好？谢谢，我谢谢你，谢谢吴先，谢谢文化部爸爸，我谢谢你们了，我谢谢。哦，1999是防治那个转写是不是？哦，原来是这样，谢谢。哦，165防诈骗，哦，谢谢。165是防诈骗啊，对耶，对我差点忘记了，完蛋，我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社会知识，完蛋了！我这一周会被延上，我也忘记了。偷说，不好意思，某一个知识型的 VTuber，他们连怎么连就是防诈骗是几号不知道，说要报警，然后讲119还敢出来教人家台语哦，什么意思？马上被延上这样吗？啊，不至于，好不好？对，我们这个 AI 查一下就有了，不用担心。OK。好，有时候 AI 会骗人，大家知道吗？对，还是要去查证一下。我们今天先不说，好，对，延伸话题。刚刚对，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要开始。我不知道就是今天有多少人顶礼拜有来，可是我觉得母婴，我后来做一做，发现母婴其实比较，就比今天我们要讲的较困难。对，我们今天讲的是台语声调嘛，声调嘞，我先看第礼拜我们讲的物件哈，就是母婴大概就是这些嘛，看起来有点多，但其实我顶礼拜我们讲的就是啥，我们讲的就是你可以把 I U A O E 就是这6个。就是平跨麦，就是你就是排列组合看看，大概会有意思诶，就是这技能3、4、5不16个，就是有16个母音嘛。那它有时候可能会鼻音化，然后加鼻音韵文韵母，对，这是我们上礼拜有讲过的。对，学完之后，好不好？东西乌头哈就讲，乌头啊就讲，迪卡会使去考 B 级啊，对不对？然后那个时候就会讲，当真正是精明干练了，对，真正呀，其实 B 级没有那么难呢。如果最近你讲到什么，你每次都开始，因为就是要给自己施加压力，我这样才会成长。没有，我刚刚想说让大家纯享 ASMR 一下，就是别人的 ASMR 就是那个大家好，然后结果他 ASMR 说在哀嚎。对，没有错，我就是有挂着文化部的名义，是骗你们进来，就是享受我的另类 ASMR。什么意思？人家这个在其他地方是要付钱的，你们好歹让他付钱一下，然后享受你那个哀嚎的音声。我觉得他们应该会蛮喜欢的吧？真的假的？问一下，我这在有问一个大家，这种声音对大家来讲，我已经开多少钱呗？500块。500块也太少了吧，气死我了！500块也太少，你做个效果嘛。我伫咧重训的时阵，好够。我伫咧重训运动的时阵，常常有这个声音呢。不值钱，造起来好高哦，5000块有没有？谢谢了，花一点。然后5000老师就来了。Hello， 自己高三，平安大赚钱。高三，平安大赚钱。平安大赚钱。公道来，我们上次母婴没有很痛苦的学习了这些东西嘛，就是有鼻音化的，然后大概有这些，对。那这礼拜呢，跟这个物件有相关的，大概就是鼻音，就是鼻音它也是声音表现的部分嘛。我们之前就是一开始就有讲到，台语是声调语言，就跟我们今嘛讲的华语是赶快付钱转汇线吗？你说现在这个要转汇线吗？也不是不行啦，笑死！没有，你应该可以剪辑啊，可以把它剪辑成纯享版，然后试听，我们看一下那个市场反应怎么样，再想要不要来录这个 ASMR。居然录一下，录完之后还可以去投金 V 奖，说别人的 ASMR 长得他们都不一样，这样。OK， 我们的市场定位不一样，这样子。OK， 对，我们直接变成什么？人家是美女，然后我们直接小丑上台领奖，这个在那个走中奖已经出现过一次。对，没错。
之前就是后来讲回来，那之前就是有讲过嘛，我们有讲过台语它是声调语言，就是说声音怎么表现一下，它就是会有不一样的意思。鼻音是拼音是一种嘛，那声调也是一种，他都说到是声调语言了，所以声调一定是一种。所以你可以帮我下一页吗？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今天会讲，对啊，今天会讲的东西，它一直以来都就是我们进前在做这条调味的时阵，他常常就是给我摆那个脸，真的是超好笑。对，他唱又唱得出来，一唱歌唱得出来，他是对自己没有信心，所以给他的就是爱请各位名传，可是他们很容易让你没有信心那怎么办？他们习惯了，对，他们就是一定要就是激发我，让我没信心之后，我才会奋发向上。有，我原本想说你们要尽力的，就是为他提供情绪价值，结果我发现好像没什么用。没什么用，是不是？快点，我们空那个雨兔和老师过来一下。会的就是今天大家就是大家要给他一些情绪价值，我会尽力，好不好？就是其实我刚刚给他讲的物件嘛，不讲太困难。这个概念我们之前都已经讲过了，你可以帮我看下一页。我们讲过嘛，咱有讲过嘛。台语就是啥？台语就是声调语言。声调是什么意思？你的声调一波同款，它的意思就会不一样。譬如讲我们讲到的低，这个是低开低嘛？低，对，它是猪嘛。对。那是你换一个这是低调。那是你换第七条，低。低是什么？花子，对吧？对，它就会是不一样的意思啊。当然词也是一样啊。词我来想想看哦，如果是轻声调，比如讲我一开始有讲到做人跟做人，这是不一样的。做人就是我做人真实在，就是做人处事。做人，他连写的方式都一样哦，但是他的音调如果不赶快，而且你就算写出来的汉字是一样，但它的意思还是不一样。走廊的意思就是成人之美的意思。就成人之美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什么？说媒，另外一个是造人运动，就是生小孩。有之前有讲过。对，反正就是它其实有不一样的意思嘛。你可以帮我看下一页吗？好的。对，那声调对于台语来说，对台语来讲就最重要的。这非常重要，而且就是有当时啊，就是自细汉到大汉这个阿伯啊，他们的声调，他们不一定会意识到这件事情，但是有当时有就在阿伯讲下面你们怎么连台语都讲不好？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把你的声调听出来，我们不一定听得出来。对，所以你有当时去用一下阿伯这些老的说教男说你的台语都说不好的时候，你就会就你就会你就会刚刚就挫折现在的挫折，就是因为这些声调的物件我觉得声调其实也不困难，如果你一开始要练习的话，你就微把导讲就好，你把话讲得慢一点，你的声调可能就比较不会有问题语感起来了，你把台语讲较紧的，就也可以，你再去练习 rap，安尼对，所以声调就重要，但是台语的声调，台语的声调又不像我们华语一样，我们华语就只有高低音嘛，就是一声、二声、三声、四声了不起有时候就是如果你说话比较我们说的比较字正腔圆的那种的对，就是会有那个嘛轻重，就是他们会有那个价格对，便宜就是他们会有轻声对，就是加减加减就是这样就上这华语就是这样就只有高低音跟一个轻声嘛对，但是台语的声调更加不一样，因为台语是一个真的比较有历史的语言，比较有历史的语言是它发展比较久有如果它在这块土地发展的比较久的话，它的声调跟它的母音子音都会比较全面所以你看到台语的声调它有3种它这是关低，就是我们说的高低音我们说1声、2声、3声、4声它也是一个高低音的起伏嘛然后我们就会说那个是声调然后轻重我们刚才也有解释过了最不一样的我们跑到要讲到的声它是长短音就是你同一个声调如果你发的长
也是另外一种意思，发的短是另外一种意思，在台语是这样。这样。那我们今天呢？你可以帮我看下一页吗？好的。我们今天啊，就是因为长短音比较困难，所以呢也特别发另外一个视频老高，反正就是在另外一个影片啊，好啦，用我们的话来讲，就是在另外一个影片去讲陆声。陆声的话，它就跟我们之前看到的鼻音化，它会有写法上的不一样，它拼音的方式，它的规则会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先不要讲，你今天能够把我们的八音七调里面的非陆声的音调能够分出来，我觉得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对，我们今天先不要讲到，因为通常啦。对，卷舌儿，对，我们通常讲到声调的时候，其实最困难的是你今天听到一个音，然后你要很快的知道它是第几调嘛，对不对？就是我们必须要能够发现这件事情，它需要一点时间。那我们一样就是好不好？在这两个礼拜，我们先把高低音，谁是谁。一个萝卜一个坑，先分清楚就好。我们先不要讨论陆声。对，那轻重，因为它只是一个连字号的问题，就是它只是写法的不一样。那我们可以顺便讲，那我觉得也可以之后再提，因为它也不是一个会常常出现的词，就是轻音，就轻声在华语也是一样啊。有一点点华语的时阵，你买发现讲那个轻重音，我们说的轻声，谢谢。那个对，其实它其实是谢嘛，我们谢谢就是比较轻的。这个 situation 这种吼，其实它喊点垮掉。所以我们今天主要就会讲关给，就是高低音。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页。大家有看过布袋戏？有没有看过布袋戏吗？对啊，这节我迄个 Tube Out 就发现呢。的合作的单位叫做霹雳嘛，对，霹雳布袋戏啊，你敢知影就是我伫咧边扛的这个阿伯，伊就是布袋戏大师啊，就是黄文哲，是我我先喝个水，我好怀念他对你敢知影就是伊过身的时阵，伊特别有一个典礼，就是在那个新庄，然后有一个。跟他道别的章，然后直接在那里痛哭流涕，然后我朋友都吓到这样。我今日不是讲布袋戏的物件，是伊有一个在澳门调，就是伊有一个迄个叫做是应该是文调，伊有一个迄个称号叫做八音才子。对，就很多人不见得很了解台语，但是伊有看布袋戏，伊嘛是透过布袋戏才知影讲台语的声调高低音。就是可以统称啦，应该是说可以统称就是8个音，对不对？然后我们以前在就是对台语有较侪就是什么我们是中原正式中原语的正统的人，他有一些人会有这个期待嘛，就是其实事实上不是，但头一集已经讲过啊，大概才可以头一集来看，就可以在第一集去看，对。但是你们大家应该大概就知道以前有评赏去入。就这个讲法，你知道评赏去入吗？有啊，评音然后赏什么去什么，有的没的，有听过。对，然后又加就是若是讲中国遐，因就会讲又要加阴阳，所以就变8个。对，阴阳啦，就是阴是那个阴气的阴，阳是氧气的阳，就是阴阳，就是又加，所以又会变阴平，然后阴上，然后。阴去跟阴入，然后阳平、阳上、阳去跟阳入啊，刚好是8个音。对，之前有很多人是这样理解的，有一寡人安尼，有3号把比搞出了，我对，没错，反正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就是喉八音。我先不要给你一个就是我觉得是讲我们在讲台语的时候，尽量把它简单化，你就记，你要学声调的时候，需要认识这8个动物。狮虎豹鳖狗狗相鹿，腮后把比高高相落。你要不要先自己念念看？你要不要念念看？如果你现在还不知道声调的时候，你会怎么念？我先问一下那个豹，你可以再念一次给我听吗？
没关系，你就自己猜，没关系，就是错了也没关系。波比，波比好随便，波比，然后高高唱落。对，就是你只有把，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动物的台语怎么念，但其他的东西，如果其他的动物你有听过的，其实你念的都很正确。倒是把，就是下去的这个把。哦，居然是把，把，对，把，它没有，它不是短哦，它不是短音哦，它是把，它是长音，把，对，因为你看旁边那个比，它就是短的，你刚刚念的时候也是短的，对不对？它是比，哦，对，然后把，对，我们刚刚有说长短音，它会影响台语的意思。你刚刚如果说把是什么？100、200、100、200的那个把，会不一样啊，也是短音就变成100、200了。对，我们可以看后面，在下面这一页，我把它们加上了调号。对，你就会发现，对你要记得他们的每一个声音的音阶，塞是不是就是在上面？后它就下去，把比高唱落。对，水灵说他有很多人给他练习，对他这个以前就是很多人都会说这叫做喉八音。喉八音呢，它除了这个之外，它有其他的口诀我们等一下也会练习，也不是我们就会练习到这个练习其实我觉得去介绍八音不难，对，介绍八音不难，但你要记得它是第几调，这比较难。但这个时候你就要记得这4个动物，这8个动物，对，哇，然后用他们的声音，他们用他们的声音去记，它是第几个，它跟第几个动物听起来比较像，它应该是第3调，它应该是第4调，这比较像我们之前的那个12生肖，对不对？气无后斗流抓背，对，这种的，对。那塞它代表就是第1调，后就是第2调，把就是第3调。比就是第4调，高唱落，对，你可以这样子去记，对，那这个就是慢慢来。原来如此，原来1、2、3、4、5、6、7、8，原来都已经帮我们弄好了对为什么你好像发现了新大陆啊？有，我的笔嘞，等一下，我自己做个笔记比较那个。没关系，不用急，因为我们可以看下一页，因为下一页的话，我就把那个。我们需要把它画出来，我们比较直觉画出来。这个画法其实也不是我自己发明的，这个叫做以前有一个人，他好像叫做赵元任，然后他是一个音乐家，同时他学完音乐以欧料音乐之后，他去学了语言学，那语言学就会讲到声调嘛，有没有声调跟没有声调。但进前有讲过，基本上好是不是？就是没有声调语言，它的文法就会特别严谨。比如说日文，比如说我们做英文，他们就会有很严谨的，不是 okiro， 就是那种用字尾去表现它是什么时态，这个时态。对，拿个上面咯，然后还有什么那个什么什么打什么国民打，对，就屎垃圾啊，国民打，对，然后这讲有点危险，那个谐音有点，对不起反正好，我们讲回来，好危险，然后对。就是这个赵元任呢，就是知道语言学有声调这个概念之后，他就把五线谱，有没有看到现在就是有5个音阶嘛，就是每一个音阶住不同的楼层，他把五线谱的概念呢用到声调里面，表现声调的时候就可以这样子去学。就比如说我们看到第1调它在语言学里面也好来对，讲的是高平调。高频调什么意思？就是他住5楼，然后他没有做任何事情，他就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所以他就是他这个第1调呢，跟我们的华语一模一样，对不对？就是然后他就是在上面，他住5楼的，对，然后第2调跳楼然后从5楼跳到第1楼，很痛，所以他就会对，他跟
我们华语的第4调是一样，第4声是一样，但是它是第2调。我一般来说，我那个时候在学的时候怎么记呢？2这个字它是不是也是下来的？对，所以是啊，所以台语的第2调就是高降调。安迪耶哈讲的高降调，它从5楼直接掉到1楼，然后很痛，就啊，对，就啊，对不对？塞后，这样子，这样是不是比较好理解？很痛，然后流血了，快点注记一下。加深什么意思？为什么画这种东西？你真的不怕被同标啊？不会，为了加深我的记忆，值得的，可以的。好，流血了。什么意思？不行啊！不行啦！太呆了吧？没关系，这个就这个就是草莓酱，对，草莓酱，对。然后呢，好不好？我们第3调就是就是一个我们的 language 语言下来的，我们会讲它是一个低降调，也就是在3楼，好不好？跳落来，可能只摔断腿就就是然后你要怎么记3我是记雨伞的这个音，就是伞这个音就是不要把脚画出来啊！什么意思？加深记忆，因为他是摔断腿，对，他的人还在，所以有脚，对，什么啦？这个就是脚还在，好 ，OK， 脚还在，什么啦？你为什么变成猎奇 VTuber 了？什么意思？我们这个用图像加深记忆，好，可以太可怕了，好，低降调，OK， 从低的降下来。你在学，你在学那个，我直接在。你在认真学习，我直接圣职狂掉。你在学声调，然后掉的是我圣职，什么意思？互相伤害吧。今天我们哪有我们要3点？什么意思？我们今天先不学第4调跟第8调，要先跟他讲第4调跟第8调，就是我们讲的短低音，它就是短音，就是我们下次要学的入声。那我们入声我们先不学，对，但是我们等一下后8音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念一起念呢，就是专注你的，就是再加深你的记忆力。你就是你学了就跟99乘法表同款啊，就是你以前在咧补习的时阵，99乘法表老师就会跟你讲啥，就会跟你说你先背你之后就会知道为什么了，就很麻烦。对声调其实也是这样，因为你讲声调真正是。咱今嘛看到8音7调，我们8音7调，它其实就只是一个惯性。其实你真正去听，你若是用语言学较专业的角度去解说台语，你真的去解剖这个台语，因为台语有很多不同的方言差，有就是不赶快的方言差，请问这是什么画面？笑死！我也不知道，那赶快问明宇。拍摄，你赶快给他感谢，你赶快给他感谢一下。我感谢这个撇撇鱼先生，家里咱的文化部爸爸出手啊，台湾话地组员的这个会籍我今麦伫咧做拍拼咧不是咧这个的这个7声8调，好不好？我这样努力的用这个图像，我笑起啊，对，笑起啊！好，我想努力的，就是我脑袋过载状况下，我要用图像记录它，对，记录它，没事，我们还是很和平，好不好？声调第一会卷，看起来超有事啊，好不好？声调第一会卷，可以。OK， 这有代志啊，拜托。他嘛，你一个马来西亚嘛，你跟你马来西亚嘛，看我为这个这有代志，迄声调第一会卷嘛，好，谢谢。感谢绿雪林帕基，感谢水灵宝贝是的，水灵宝贝，感谢哦。有人降落呢，是我看一个哦，欢迎来到的迪卡频道。有人降落啊！刚那个图，一瞬间我好像没看到是。我看一个哦，狐狸卡，狐狸尤卡上，尤卡讲。你卡上，Hello， 感谢你降落男人你尽力了，等一下，波里斯好妙哦，然后幽景幽景离什么幽景什么幽景，我觉得我像华文跟台语溜卡抽健平安，感谢你的降落，还有伟成感谢你的降落，我们今麦伫咧学这个台语的地狱汇卷吼，对，咱今嘛是咧迄个
台语的声调，我们现在开始学到了声调。对啊，如果你们对台语有其他系统性的兴趣的话，因为咱这个我们这个系列呢是跟文化部就是语言友善文化组在合作的啊，我们有一系列从零开始学台语的直播啊，可以先订阅咱的频道，可以订阅迪卡的频道，对，从第一集开始看。那我们还有声母韵，我们现在讲到今天最难的声调，所以你们今天来的时候，哇，千王，你们会抽。刘卡 ，Hello， 是谢谢刘卡，嘿，刚小烈杠喽，谢谢你过来，而且感谢你带着你的观众、你的伙伴一起来学习我们最地狱的声调。咱来就跟新的观众挨炸做一个好啊，就是来迄个挨炸做，对。伟成平安大探集，平安大探集哦，抽给平安，经理抽给平安，平安大探集，平安大探集经理，男人你尽力了，但为什么因为男人你尽力了吗？哇，这个名字好有趣哦，谢谢，感谢你的降落，中岛平安大探集哈。中岛平安大探集，还有草莓，你们知道草莓叫做气泡吗？没关系，之后再讲。就草莓台语叫气泡，是有听过气泡，对。然后草莓先行者抽给平安大探集，然后各位我看到玻璃丝吼，玻璃丝刚才你讲到中岛平安大探集吼。刷得来，还有刘卡宝，没有刘卡，我们不能，我刚刚差点就是漏看，好不好？咱今天的杠楼诶，主要的杠楼的主角，你的来宾，谢谢你的降落，然后刷得来 SSRB108 先生，欢迎你的降落。抽给平安大探集，刷得来，浩翔，午安你好，安安。我们一起来，你好，学习七声八调，我会加油的啊！然后新寂寞负担清先生啊，谢谢你的降落，继续洗衣服吗？洗衣服好重要。OK。大概就哪做代志哪听就好啦。我们其实也只是分享，也没有什么教学啦。对啊，就是跟大家分享啊。哪些讲有一段时间，我们大家可以互相讲台语。我们自己是想要做这种事情。对，大概不会刚刚讲什么是老师，等会有没有这种代志啊？大宝老师，你过马看，老师，我今嘛，就怕把那个人七声八调有无？哦，这个满满的地狱绘卷有没有？我就用这个绘卷加速我的记忆力。大家知道就是气泡。那是讲你有看好味小姐不是生两个囝，一个是雷梦嘛，雷梦啊，另外一个为什么叫刺泡？因为原本底伊想要叫草莓，一个是柠檬嘛，一个是草莓。对啊，因妈妈就讲台语人，所以听到说啊，他孙女要叫草莓，就直接叫他气泡。后来越念越像气泡，变气泡，然后就变气泡，还是变气泡。对，超级可爱。你知道 Deco 也是啊 ，Deco 我记得好像以前是叫一个欧洲的名字，就越念越像 Deco， 它就变短裤。哦，真的是这样子对，因妈妈就搞用台语好名，也是因为用台语，然后就台语改名，就是跟大家讲的这样。我努力学，虽然目前我都听到没有，你之后你没有学可以看2次，好不好？我跟你讲，这个是香港来的朋友，伊叫做 F4，中岛平安大探集哦 ，F4，对呀，你们把我当山菜是不是？他是迪卡是3菜，我是1汤这样。是不好笑。以前好久没有人看那个了 F4 现在大家还知道吗？现在已经变成F5 还是5月4还是什么？现在是 F5 吗？没有，就是做。我跟我听过。没啦，就是这些朱孝天的旧代节有无？的被人家放弃了，没有？我刚刚是一个新闻，进检5节新闻，我知道。我想起来了，毕这4月天啦，对啦，4月天。
怎么 F4 的文化部周边？为什么突然会变成 F4 的文化部周边？你喜欢那种水灵宝贝是现在是怎样？你是带头造谣？所以没有这种东西呀、在 F4 的文化部周边真的有这个东西吗？是有新闻报，是不是？我知道他讲什么，他就说 F4 他加入了那个我们的那个。对呢 ，F4 你应该你刚怎样爱迄个？你要那个，因为 F4 他说，因为在海外他就没有主动填，但是因为之后都会陆续寄在居住这边，所以我在想说 F4，因为有时候面线会聚餐，反正就是 F4，你若是有来台湾，你赶快讲一个，嘿，然后我可能就你来台湾，你赶快讲一下，嘿，我在看说要寄给哪一位面线，对。对啊，我们现在还没有爆量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有印多一点的成分，多一点的那个，就是涂料就是上刷来继续讲的红胶料几个来宾，对。之外我们也有一些东西是备着的，因为后面有人一定会陆陆续续加，有些东西要补给他们，所以都有印比较多一点。所以卖讲客气哦，那是讲真正有来，好不好？我们说，我们是要支持，我知道大家想要支持我们，我们也很开心。但是该贴应该爱贴，你们有来有往嘛，有来有往，你们之后还会继续来。我们台业民官跟文化部的合作嘛，也是在继续走下去。对啊。然后波里斯他先按赞，然后订阅休息。OK， 天气要困哦，谢谢你的订阅哈，谢谢。辛苦啊，上班加油，上班加油，好哦。对，我们现在在做声调，我们刚刚教到哪里？抄一下，断腿了，来，低降音断腿了。对，就是第三调是嘛，我们就说第三调要怎么记，我就会说是伞。就是伞这个音，雨伞音，对不对？对，它是降下去。像我们的第三调，就是不是我们第三调，是华语的第三调，它是就是比如说感谢的感，它如果后面没有这个谢，它是感，对，它是会上来的，对。但是台语第三调不赶快，它是下去，它就没有再上来，它就咻下去，然后不会再上来。它就是如果是感的话。他没有要上来的意思，他就下去，不要再让他提上来。对，因为我们有一个提上来的音，那是讲咱今嘛第4调先跳过，我们讲到第5调，第5调是上去的音。上简单的，咱的国家叫做什么名？台湾的台，它叫做低声调。低声调是从1楼爬到5楼。5低低的升上去。对，我会记吴先生的吴，就是上去。低声，可是他这样子好像他那个有点像那个尖尖的这个标记啊，会让我以为他还要再降下来，就不是，是不是？不是，他不用降，他就是上去，因为他尖尖的，他就是高高的这样，对不对？就台湾，我会记5嘛，就是第5调，但是它跟台语，它跟华语的第2调是一样的，对不对？就它是吴，所以我会记吴先生的吴吴这样子。好，对，好，对，好。那第6调几乎不用学，其实不是所有的大部分，就是大部分台湾加我为什么是嘴瓢？反正台湾所有的腔口。应该是大部分的 Q 口，除了鹿港遐，除了鹿港跟金门那边，这他的那个第6调，跟听得出来跟第2调有点不太一样之外，其实在台湾讲台语的时阵，你大部分把第6调讲的跟第2调一模一样，事实上他画出来的也是一模一样，大家有看到吗？对啊，我想说就是他们两个是一样的，对，所以才会说8音7调。它的概念，因为我记得好像是你平赏去录嘛，那赏跟去它是相对的，阴跟阳又是相对的，所以阴平阴赏阴去跟阳入会是一样的，你懂我一个概念吗？因为去跟入是相对的，阴跟阳是相对的，所以2个负加起来就会等于正，负得正嘛，正也得正，
对，如果你用逻辑的思考的话，就会有2个音念起来是一样的。所以就是第2调跟第6调是一样的。对。可能有一个红人差第2调跟第6调会不赶快，不赶快，但是你跟他们直接讲一模一样的，还是听得懂。对。所以第2调跟第6调几乎是一样，我们才会说，咱这会讲有8个音，但是跟他7个调。有8个音，只有7个调，因为第6调不用学。干某几人呢？啪叽啪叽。还是你现在在 loading？ 我现在在 loading。你的脸，嘿，对，我的脸现在就是我今天一整堂就是都这个脸。你的脸，我现在你的脸很纯真哎，过分纯真，过度，不然就是这个脸。我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就是阴跟阳是不是相对的概念？对，然后平赏去入，对不对？就是我们会说4个音是分别有平、赏、去、入。那平跟入声，平声跟去声就是2个相对的音。可以理解吗？因为其他的另外2个也是相对的音，第4调跟第8调就是相对的，一个比较低，一个比较高。对不对？如果阴跟阳，算了，反正你就记。我跟你说，我觉得我刚刚上困难的物件，我刚刚上困难的应该是讲，你若是用中国式的那种声调去学，你就会搞混，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真的觉得平常去入，用平常去入的概念去学，有小歌，有小歌不讲起。是迄个透气先生啊，乌头啊，来啊！先生救啊！我即摆我操我即摆我明显写出来咧。你头拄仔顿顿的时阵，是因为我刚刚跟他讲平常去入，但我觉得我感觉是安尼，我个人的想法，伫咧学台语的时阵，其实免想要以啥物以早中国式的去学习什么8音7调是怎么学？台语还有一个，咱之前没讲到，咱之前推荐的几点，我们之前推荐的字典不是台字大字典跟干字典，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叫做会音宝鉴。那会音宝鉴里面的学法，就跟我刚刚讲的什么阴平阳平，然后阴赏阳赏，这种的是差不多，但是看起来我觉得很难看懂。对我来讲，就是伊不是一个学台语，也是学本土语言上紧的方式，因为它就是为什么以前会有这些古文的东西？为什么有诗歌？因为以前追求文字。就贵族在追求文字被人家看到的时候，是第一个因为求官嘛，他们要求官，所以要写制式的题，制式的就是官文。那官文就是大概为迄当时的中国是啥？因为大概拢是为无同款的所在来，他们就四面八方。中国太大了，那时候也不一定叫中国，比如说清国太大了，唐朝太大了，就是唐的区域太大了，他们。因为大家都不同，讲不同的语言，所以必须要规定一个什么平常去路，什么路声什么的，对，他们需要规定同一个语言，用这个语言上抄，或用这个语言写文字，他们才听得懂。那个东西真的会难学，因为他们也没有要让一般人学会。有人跟我讲呀，这是历史，就是这是历史，伊无想要让一般的人啊。为什么不想要让一般人学？因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啊。如果我今天是一个读书人，我当然不希望平民能够来到我这个阶级，因为你有可能会因为别人的才华被取代。对，起码咱民主就是安尼嘛。你民主就是啥？你搞做代志，你有票，你的票相对多数赢了另外一个人。无论伊偌有钱，无论伊是为，因为无论伊老爸是啥，你都有可能能够赢他。但是伊在中国，不是伊在中国，拍摄，我没有要讲，好可怕，没有说，就是伊在清、大清或者是元明清，他们都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他们大部分的文化是世袭的，所以你去学像一种我们刚刚讲的什么阴阳平赏去路，这个东西难学。
是正常的。所以我会推荐讲，恁即马要用台语是一个古早什么汉文化语言，你去找到的东西会让你很难能够把台语学会。若是讲即马咱有更较济较简单的系统，我们就用1、2、3、4、5、6、7、8去记。对，所以你敢若就记得掉。第2调跟第6调是一样的，你不用再去学第6调，这样就好，不用特别去记第6调。不过我就好奇的，他都有讲迄第6调，好参像什么鹿港的腔调，还是有？嘿，伊会有一个，因为我其实无啥会晓讲鹿港腔。我想讲，所以你会当会当听看卖呀，跟地方有关系。对，我袂晓讲。你若是想要听，你会使去问阿凯，就是有一个台语的 podcast， 伊叫做阿凯，伊有主持一个鹿港之声，他的声音你一听就听得出来那个是不一样。好，我再去听看看。对，好，OK。新宿中岛平安，中岛好哦。嗨，新宿里中岛平安，我是这个地狱汇聚。平安大探钱没有啦，对你差不多，你上尾一个就是啥？低降调。对，低降调。其实这个第7调听起来就这样，刚刚第1调就行诶。但是你有看，他们住的楼层是不一样的。对，第一个是这大宝老师一定听得出来，大宝老师听得出来。大宝老师先做大宝老师听得出来。因为第7调是第1调的降调，嘿，就是按钢琴的时候，一个是白的键，一个是黑的键。原来是这样子，你发现吗？我来理解。原来是这样子一个是一个是对，这大宝老师熟的，熟的，大宝老师应该就听有但是大部分的人在咧学的声调了后，他们会有点分不清楚这个字到底是第1调还是第7调。好哦，所以这样子念的话的是，可以自己消化一下。好，对，掉下来了，断腿了，上升了，然后第6调就是先略过后，这样子吗？第6调你也可以念，你可以一起念出来，你就会知道有这个位置，但是你可以不用记它，你就可以全部都记第6调。等一下，有人秀蛋啊！我觉得我第3调跟第7调念的好像哦。你念看，我听听看。好这样吗？你可以再念一次吗？拍谁？头拄有奇怪的人打电话来。奇怪，我个念一摆好啊。第7调怎么念？第7调是对对，降下来对，因为我刚才想说奇怪，好像第3调，第3调是然后对，第7调是这样应该就对了吼。是吧？对。好，我努力消化。好，好，OK，好，吴昕老师，暂时吸收起来了，暂时。加油！会的，我再念一次我的版本。好，变奏对，他变奏那个。我觉得这可以精华。我头拄有互阮一个最重要的建议。第1调你会使当做咪，第3调是哆咪哆，哆咪哆，然后第7调 re。可以耶！你也是按呢去理解，你可以这样去理解。对，
反正就是这样一个。好，咪。而且第三条爱落去，第三条迄个落去最重要。对啊，你不能让它平平的。好，要下去啊！好，不要叫，要叫啥？好，先喝口水压压惊。我突然觉得好好笑哦，变成一个的形状。好 ，OK， 这些音调，如果掌握起来的话，我再念一次好了。好，要不然我再念一次。可以。好哦，头一个是然后我连第四调一起念然后第五调是第六调是第七调是第八调对，你若是讲会发现，你如果现在把短音算进去，其实第四调就是比较低的第八调，对，所以就变西好把鼻高高球咯然后你等下你完蛋 loading 了我再一次。我们今天委托水灵宝贝可以剪一个，就是什么音调的精华，他就会一直可以剪都剪，全部都精华就对了。拜托了。好，吴昕老师，我在次练习之前，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是从5楼跳下来，不是从7楼跳下来？135，我刚刚写安尼，我自己用记的，就是刚刚135是上好记的，就是你不会中间再有什么因为写安尼啦，应该是讲5楼是台语有够的，就是台语的声调用5楼就够了，它没有更音波更较复杂的物件，它没有更复杂的，因为它可能有降调，你可以把它塞在3楼，但是讲你用到7楼，一中就够有3楼加5楼嘛，对不对？如果7楼中间它就是3.5，安尼更较困难，但是台语的声调其实无遐尔复杂。如果在一个已经有大家都听到发音了，刚刚就已经就复杂吧，你还不想办法把它简单化，对。更较太它会更难学，所以有当时也想讲，就是要不然我们就用三个楼层好了，但是又不可能只有3楼，因为我们就又有高降跟低降嘛。如果你用3楼的话，那你低降要怎么画？没有办法画。对，真的哇！所以我就算5楼，到处都是很棒的伦理，很棒的理论，很棒。那你有没有学起来？有啊！哇，好棒哦！然后就在这之间反复横跳，你感哦，这是高降的，就是必经过程知道没有？你北林西小，北林西小，喜欢就是北林西啦。黑面琵鹭，因为你有看就直接倒一张面。就迷因图，就黑面琵鹭有一点在那个反复，我知道，对，反复合跳，但是他没有有乌托阿公一对抽学者是教3线，他只教3线谱，标准教法是5线谱，他不是初学者。我跟你讲，没有你别看迪卡那一大行都会跳，一大行都会跳。我跟你讲，你要相信他。你不是说你精明干练？我今天精明干练，谢谢。好啦，不要自己承认，那自己心灵自己就蹦那唔通安呢？我们要对自己好不好？有信心。好，我精明干练，来，过来一拜。我们精明干练。我说我们行不行的时候，你要说绝对没问题，好不好？刚安呢？绝对没问题。刚安呢？不要自我怀疑，不可以自我怀疑。好啦，我们行不行？杠热啊啦！哎呦，我们现在怀疑一下哦。哎呀，哇，多谢我们的227量产型，有227，是227，谢谢。干了，恭喜你也干的。今日来学台语，大家抽奖的时阵，大家出奖的时候都选到魔王关诶，没有错，今天大家抽到新王，谢谢大家过来跟我一起脑袋过载，谢谢你的加入，快点加入！我们今天快点，我已经要度过大魔王了，我们这个地狱会卷好不好？我们
完蛋了！现在变成我压力山大了。这个东西要怎么教到就是降落的降落其他的朋友的马听有？你现在先把 focus 在我身上，只要我会了，他们就会了，知道吗？然后你刚刚不会啊，你刚刚我不会。我现在要证明，对我现在要证明宇兔老师来了，我们观众也降落过来了，我就要证明精明干练。接下来我马上就精明干练了，安尼好不好？来学一寡迄个，来学一寡迄个小知识哦。乌兔啊老师的补充，那个五线谱的台语是讲推啊破，讲推啊破，就是那个讲推啊就是。我那是安尼讲，属的那个讲推啊破，讲推啊破，对，讲推啊破。我刚刚是安尼啦。就水灵宝贝讲，就是五线谱会蛮好懂的。确实，因为五线谱的话，只要看得懂一些比如说你有学过吉他的人，对这个东西对大家来说就比较比那个我们刚刚说阴阳平常去入还要来得好入门嘛，因为你把它画出来了。那呢就以后你在写你在练习的时候，你在练习的时候，其实你也只要同时把这些东西画出来，念出来的方向其实也会大差不差，流动也差不多，无整差，所以你今嘛咱来看个指标，你就要开始练习咯，你要加油。我问一个，讲推啊破，那个讲是第3调是吗？讲推啊破，对，我们还没有教到变调，我会在1个月之后教你。你今嘛先嘎上，你今天能够学到一个目标是，你可以把我今天讲到一个字，然后你直接跟我说这是第几调，你做得到这件事情，你就一定第1名啊 ，OK， 你就已经第1名了。好，那个来一摆，一样是啊开始。好来，可以啊，加油！来，啊。有啊，你发的很标准啊，很标准啊，完全没问题啊！救命！没有啦，老师，我没有想跳级，兔豪老师没有，我只是很好奇，我想说，他想要直接去考试，你刚刚想要直接去考检点啊，他要去。有啊，要考试啦，只是可能没有办法一下考太高的级数，所以刚刚那个是对的咯。对的，没有问题，你念的是标准的。其实我刚刚念出来，你完全都没问题，因为之前在录音室内底是我们是在录音室里面的时候，你都是念出来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的目标，那今天的目标是，你在哪里看到那个调号，你可以马上的知道它是第几调，然后念出来。这件事情在你在学声音的时候，你在关给调的时候，你在学高低调的时候，你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就已经很厉害了。对，你把这个米感了，我们再来讲变调，就会很快。好，对，好，加油！好啊，没有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我自己准备了2个红八音，你讨多少红八音给你两过一盖啊。好，你可以自己先画看。你画完之后，你自己念看，然后我们再来讨论再继续下一题。我跟你讲，相信你把这2个做完之后，你应该就会了。救命！天哪！好，这个就是咚。对，等一下，我用红笔好了。等一下。你有发现下面其实我没有写调号吗？所以你也可以试着写看调号。好，你不用怕错。对，好 ，OK。等一下，怎么他没有给我绘图？加油！好，来，当。是当吗？不是咚吗？咚当哦！我就知道你想要唱歌。我就知道你要干嘛了，傻眼。咚，你开心就好。对我好开心啊！咚，真的，他是开心的，他没有被我迫害。咚，对，咚。
懂，不要把血一起画出来啦！要是怎样？这个洞喷灰了。好，没关系。什么意思？你开心就好。而且重点是，它这个洞的音要标去哪里啊？天哪，这也是。你要不要下来一点？你现在对，大家不知道下面有。好，这里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了。来，这个名门血案，你一定会有这个疑惑。你现在一定会有这个疑惑。对，随便标，先随便。我们再来。好，我先随便标。洞，对，洞，这洞。哦，对，这洞，这洞，没有错。卡灯啊，有这洞，这洞在3楼，卡灯啊，洞。就是我只是叫他画个调号，结果直接变成一个地狱绘卷。一定要！没有发现，对，没有画很紧，那里的台语教学台，不是教学台，就是讲台语的台变做一个画图台，变画图台了，各位啊。就是，反正这2个我们可能今天神鹰宝贝他不是不会念他也不是不会标，他是整个变成画图。咚，上升，然后你看那什么声音？咚，我们要炫耀的咚，然后他这个要标去哪里呀？咚，我刚刚说是不是有点跟那个像？咚，对，然后好，这个也是第6跟第2一样，当咚当属丢当好，算不管，咚哦，咚啊不。我什么声音？为什么你的声音这么多啊？好笑！我现在沉浸于我现在的这个习题，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也是很合理的。你知道上次我们去泡温泉，然后你深蹲的时候，我是发出很奇怪的声音。我在抖啊，有时候你为什么你要突变了吗？什么意思？我们深蹲，我们要气息要配合，这样才办法蹲得久嘛，对不对？好，这样子，你可以交卷了吗？这样 OK 吗？我看一下。好，老师。不错啊，很棒啊。可是我有没有标对啊？我看一下，你说位置，我们先不要管位置。虽然你这个位置是全对的，但是就是对的啊，没错啊，没错啊，你做的很好啊，谢谢老师。先别管位置，满满的情绪价值，好，谢谢。没有，不是情绪价值，就是你有学到一个，现在记忆力觉得是最好的，然后你对吗？就是现在我们先不讲位置，因为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位置的东西。好，休蛋加来够。然后我们看下一个，这个叫做淘到你快点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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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喉八音。它这个就是喉八音然后喉八音有2种，喉八音有滚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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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同一个字它是不一样，不同一个念法，不同的声调，它就会用不同的字去展现。那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就像我们刚刚看到8个动物，就是一是不同款的字，但是伊有艺术。譬如讲那个沙地裤看，感谢落月的苹果，感谢啊，沙地裤看人的皮底。这种就是沙地婆人的比，就是它真的有这个意思，以金价武器的艺术但是一连起来就是啥，它就会，它只是让你有一个记忆力可以记这样子。好，你再试试看。呵，这应该慢慢就熟了啦，对不对？好，加油，你 OK 了。谢谢老师。那我这里我改用蓝拿小的好啊，来拿小的，来，我们先。衫，请衫，请衫，爹，对，爹，衫就对，嘿，爹，安尼无法度碰灰呢。你为什么那么坚持一定？这个这什么意思？这个图像，你真的很喜欢把人家折断呢。
一定要对折折断哈，这一定要的。好，就当做对，当做它这个可能是阿凡达，好吧？阿凡达被折断了，然后 OK， 对，注意品种的问题。是，没错，对，你欢喜的，嘿，我就欢喜的，欢喜就好。口，请口，口，对吧？是一个下去音。口，对，口，破，破，它是短的哦，破。哇！我第一次知道，我以为破掉的破居然它居然是入声的哦。对，那个下次我们讲到入声的变调，我们讲到变调的时候，我们会讲到变调。基本上 H 结尾的入声它比较特别，对，它如果变调的话，可能就会听不出来它是入声，所以你就会一直觉得，霸背口它听起来是不是也是长的？对，破口它听起来为什么是长的？我怎么不知道它其实是入声？哎呀，那破气啊！但是我们会解释哈，所以你们就可以下集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讲。好的，对，好，刷出来，狼。为什么你每次写到第5调看起来特别开心呢？一定要的，对，我们这个加强我们的记忆，尖尖的哦，高高的哦，尖尖的狼，不能因为人家短，然后就对着它，但是依旧要对着，皮，为什么连写每次都会连写都画得出来？一定要，对，这个皮，记得皮，对，皮然后要标哪里啊？皮，找一个没有障碍空间的标一下，皮，滴滴呀，滴，这个应该是变调的东西吗？而且你发现我刚才讲，我刚才讲哦，那真的就是，我觉得你真的应该要跳级。我现在觉得入声字，你真的应该可以自己教，因为你有发现一件事情啊，就是第8调它是比较高的第4调嘛，它其实跟第1调跟第7调是一样的，你念得出来的，你很厉害。是念得出来，但是可是我脑袋在转圈圈，因为我们刚刚说直直走，我们会念出滴滴行，可是这个我不太懂当中的理论。因为它也是变调，你有发现到这件事情吗？就是我们一直在讲到变调。你看，你没有发现我现在给你的东西都是词，都是字，一个字，对，不是给你词。但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讲到变调。如果把所有的词都放出来，你就会知道台语哪是讲跟哪几个离后边还有离，一个字后面还有字，一个字后面还有字，它就会连续变调。好。比如说你讲昂。昂是红色嘛？对，昂，红的，对。昂，还有另外一个是昂。发现它变成3种。零星昂就是，对，昂就是超级红嘛。你讲一瓶金个昂，就是非常红嘛。这个也是连续变调，它会变成不规则变调。对。我们今天先不要讲这个，我觉得你会 loading。我原本很担心你的状况，但是你的骨骼清奇，你的状态比我想，对，你的状态比我想象的好很多啊！你要相信你自己，谢谢啦，要相信你自己。我还是依旧在 loading 中。有好你现在都画出来了，然后你也发现，你也试着来标调哈。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嘛，就是大家都会问说你帮我看下一页。好的，来。我们今天要写字的时候，调号要怎么写，对不对？因为他都要问我这些代际嘛，你有问我们这个事情，调号要怎么写？统一都是写在韵母上面，韵母就是后边的写在母音上面嘛。你在韵母上的话，就一定会在母音上，对不对？那母音的话，如果它后面是单母音，那你当然就是加在母音上面就好了嘛。而且有问题的时候，你头先要问讲，比如说 ONG， 对不？你有没有问我说哪是三母音有尾有母双母音，就是它的那个韵母的位置上有不同的母音，那我要放在哪里？它有一个规则，有一个规则，它有一个规则，这很像那个我们现在玩那个免洗手游，如果怎么样，请不要怎么样。如果半夜有人来敲你的门，请不要回应。对，它有这3条规则。这个组合内底，那是有的时阵有
那你就优先的写在 R 上面。但是有两个是例外，一个是 U R 哇，唱歌的歌那个 U R， 那你就写在 U 上面，你就写在前面那一个。对，U A 马西，你就是写在前面。对，可以吗？好，只能先记起来了。双母音里面没有 R 的话，它就是写在前面那个母音上面。比如说E R，但是有 R 嘛，所以那我写在 R 上面，我不要写在 E 上面。为什么？E 上，因为 E 有一个点点嘛，对，就是那个 I， 对，它有一个点点。你如果调号加上去，有时候会让人家误会。所以第3条就是有 E 的话，我们尽量就不要写在 E 上面，可以理解吗？为什么不要写在 E 上？我们刚才看到第8调齁，你先帮我看那个第8页的3号把笔，我有标出来嘛？对不对？嘿，第8调是一个点点欸，所以我们在写调号的时候，通常如果后面只有E的时候，我们会把那个点点直接去掉，让它在上面直接写调号。这也是很多人在那边说，就很多人就会讲什么我都看不，那是越南文，我看不懂是什么。因为E通常我们都会把上面那个点点拿掉，然后直接写调号。你如果没有的话，它就会变得很复杂，它就会第一个印不出来，第二个就是很难看懂，所以它的头我们会去头使用啊，应该是这样讲。我们尽量要避免这个状况的时候，咱尽量爱撇边键走后，所以那是调号双母音跟三母音的时阵，如果可以加在其他的调号上面，我们就不会加在E上面，会让理解不？对，所以在写调号的时候，对，写调号的时候就尽量的去做这件事情，不要写在E上面，会理解。就是卖下底一丁管，但是有其他的选调的时阵，对，所以三母音就简单的 ，Y 加腰都是下底的阿丁管，都会写在那个 A 上面，对，其他的双母音就是如果有 A 就优先写 A 如果没有的话，写在前面的母音上面就可以了，就是这样就是慢慢写嘛。好啦，我们现在来试试看，我们试着写，好不好？试着写，我们现在看下一页。下一页是阮今嘛，咱今嘛就是为依早到今嘛，我们都有学过的一些词。之前我们也有在声母的时候有写过。除了暗声是一个新的词啦，暗声就是沙哑，还有大就是讲话比较大声，还有暗声就是比较沙哑。我在哪里暗声？对，就是这些词呢，请你帮我标上它的标号。我有先把就是入声词全部都标好了，所以你不用标入声。好，可以啊。好，真的耶！你试试看。好啊，盐水，尖尖的，它是高高的音。盐水应该是不用标了。水会想写你会会那个是第一调啊，会是第一调，应该也不用标了。你如果觉得不用标就不用标，就如果我觉得是第一调不用标。好，这个也标啦。好啊，那就应该不用标了。水也是第一调吧？溃来啊，溃第3吧，第3溃，然后暗第3暗香，什么意思？虾应该是不用标吧？虾暗虾，暗虾，相信自己，好，相信自己，好，来，开心什么？怎么说？来口啊，开心。
啊笑。你真的对于来口的执着超多。我们新一装会不会有来口啊？来口，可能要问一下 F 吧。但是在他证实没有内裤之前，我依旧相信我是有来口的。我们是坚持就是内裤的一个内裤各自表述，是不是？对对对，亏来口，对，你有考虑到变调很不错啊。来，所以是它好像第三调哦，可是来，相信你的直觉。好，你先暂时成为第7个好了，你先暂时成为第7个好了。口就是真的是口，我浅口。对啊，塞口把鼻，刚刚的沙地口。好，应该也不用大啊，不是大啊，这个不是日文，告，你相信你自然的语感，你的语感是对的。告，反正就是掉下来了，他死掉了。对啊，告。好，我觉得我应该标完了吧？好啊，交卷，我来看一下，交卷了啊！其实你差不多，其实很多都对的，对，你都对啊，除了那个水亏的水，我们来想一下，你在讲水啦，对不对？对，水，所以它是第2调会变第1调，对不对？所以它是第2调，你可以帮我写一下第2调要怎么念啊？水 ，Oh my god！ 对，应该是要掉下来了。应该是要对，应该是要掉下来。今天98分啊，很厉害啊，很厉害啊！你的程度好不好？我们看下一页，我都觉得你可以现在开始想要怎么用爱安怎用台语主偶小改，你现在已经可以，好不好？你现在变成台语小学生了。对，你今晚就是嘛，你也在用那个台语的字典，然后去查啊。你知道这个怎么念吗？你知道你现在应该稍微看得出来，看得懂这个意思的，对不对？大家好，我到底台湾呢？我到底台湾呢？大考啊的高雄是双子座变哪样？你是双子哦，你不是金牛哦？对不起，我还以为0530是金牛，我还以为双子，超不了解星座。没关系，对，现在是像进入金牛的季节了。我是隔壁的双子啊，双子座怎么念啊？我记得好像有，等一下我查一下。我记得的，我不确定是不是。应该就是双子座吧。对，还有有人讲双生啊座，跟有双生啊，但是应该是双子座，我也记得是双子啊。水谷大哥，你在看我客气啊？听过我讲，对啊，真正是有人讲双生啊，我台语就叫讲是双生啊座。等下，就在看吗？没有，我台语啊，他之前有，他之前有写有牡羊座是有港座，有港座，对，就是有港就是公羊啊，金牛座就是牛港，牛港座，牛港也是公牛的意思。双生啊座，牛港座，双生啊座，双猪座都可以，双猪座也可以。对，然后如果是巨蟹的话，就是金马的我，就那个之前在讲的那个金马就会这样，真正的金马。好，阿平兄是就爱讲，狮子就是狮子座啦吼。我的鹅啊，当然嘛是鹅啊。为什么我会突然谈到鹅啊？鹅啊啦，上介吃米是鹅啊，芋头不是盐水哦，知道了，盐水不是食物，盐水它是香料，对。
他们说，你看，现在大家可以分享出去，他不喜欢吃 NC， 不是，我说我喜欢吃以后东芋头，尾有这种物件，我快要痛苦死了。等下我大概希望东尾有足侪物件通好食，内底拢会掺 NC， 之后不会有了。我们迪卡在我们的直播上面做了保证。等下我盐水跟蚵仔斗阵下，安尼好无？安尼叫有公平哦。no。好啦，蚵仔新鲜蚵仔啦。我的兴趣是唱歌啊。好，你有写伫顶管无？啥物？我头拄仔发现你无写伫顶管，我不要紧。没，我还没写，所以我现在是要写台罗就好了吗？对，你也是写看麦，你先用台语写看。对。要写汉字就不是我在这个时候教你，你可以我要穿越到你7岁的时候，然后教你写汉字。那我就直接写台罗咯。会使啊，我写台罗。到伫台湾的不要，我用蓝字。高雄。要写打狗啊，还是高雄都会使吼。啊一五熊啊一五熊啊，随便了，撞也撞一下，熊上去，熊，对不起，为什么要吞口水？熊，你也当开册课啊，你可以去查，可以，我可以 open book 哦，会使。以后咱应该拢会一定都会有迄个嘛，我们还会有机会，好不好？在舞台上面跟大家见面。你有知影是安怎？咱今仔日我们今天要安排这一段了，当然是希望好不好？有一天伫咧舞台顶悬的时阵，会当用台语来小解阮家己啊。系啊，嘛是安尼讲哦。用台语来小解咱家己就好诶。双猪做香猪头香，迄条靠迄个香猪，对，应该就会找得到。你抓，你是蛇是不是？香对，万年富贵，我觉得随便乱撞好，都一定要加一个 G， 这样才放心呢。香猪没有 H， 猪对，对不起啊，15香猪，吸那个，在吸喙喏，嘿，吸喙喏，就是香猪啊，15。新秋里是讲什么物件会当配本啊？你说什么东西可以配饭啊？我不接，NC 的我不接受。有人还拿 NC 来煮灰锅呢，我真的觉得超臭，会这样吃的人都不正常。杠雕嘛，我甲恁讲，就是你就会使，你若是讲无确定，你就会使用阮头拄的好发音，猪，对无？我头拄讲变调是无规则的变调，所以你就相信你家己，你可以相信你自己的语感。
那我先单就它煮，伊是煮的时阵，就是要按呢煮。因为今晚我量是香猪则感觉不是猪，可是算了，反正我就当它是一个音，香猪则。香猪则你念的是对的啊。因为你今晚就会使互你一个变调的概念，第二调就是变第一调，所以你念香猪则是对的。哦，好，但是你若是无后边的则，你就是香猪对。啊，对耶！哦，好，猪鹿嘛，子女，对，猪，好，我就放在那边了。平常时我上爱食蚵仔咧，盐水搅蒜头豆油试看卖。盐水不要来浪费我的蒜头豆油，不行。我很喜欢吃蒜头酱油。我跟你说，我就直接写上去。操，0分，不用再写了。我还要标爱心。不要再写了，0分，不用写了。然后我们这个系列就到这边喽。司法不公啊！而且来提到你我们监考老师司法不公啊！等一下，我下节提早程序。熊舅嘛，等我下掉的蚵啊吼。蚵啊，等一下，你也可以查，我就说你可以去翻字典啊。好，等一下，打死，我觉得我先不翻一下啊。OK。到底是第4音还是第2？等一下，呢？应该是啦吼。头都要讲，对。我想说他是，好，不要，就在这里，不，我的兴趣是唱歌。为什么你在讲那个的时候都是听起来很像你在讲吃的，好有笑。嘿，对，因为会流口水。唱歌，这好难哦。唱，你有一个拼音嘛？唱，对吧？拼音进简。但呢，我现在常会把 n 跟 ng 搞错哎。你若是 ng 就是用啊。就是唱歌。提示出来了。对耶，ng 是 on 啊，你不是无闪电的闪电 on 啊，对吧？ng 是 on， 对，我这边备注一下 ，ng 是 n 哦，ng 是 n， 等一下哦，n 的是，对，刚小老师，唱歌，可。好，唱。有人在替你加油，思哈咯，中岛边的大探钱，唱，总省来啊，唱啊，对，唱，第3调才对，唱。对，因为在这里好像，我们刚刚有说哦，我们刚刚有说调号不能加在哪边，调号不能加在1上面，对不对？对，所以你应该要加在哪边？没错，唱。爸爸，你全部都对啊，很厉害啊！好酷哦，很厉害啊！你自己终于写出来你逃都要逃几集的时阵，你第1集的时候，我们开始想着要学的时候，你有想过你自己现在可以写？我想不到可以写自己的自我介绍啊！我想不到你就跳的呀，你是跳的呀！谢谢啦，老师，这个快速记忆法，我会不会下个礼拜就忘记了？完蛋！不会啊，你就拿出来看啊，我们也会把它放在 Discord 上面，或者给迄个啊练习吧。好开心哦！所以对，我就跟你说你是可以做到的。Oh my god！ 对，恁导要来啊！真的是100分吗？对，你对啊，是啊，你安尼你就知道，你就知道一件事情，没有啦 ，MC 扣100，对，MC 加100，谢谢。
而且呢，爱惜，这个老师就会讲 MC 好，你就花言讲的，你就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你这样学，其实也不到2个月啊，对不对？你还是可以写得出来啊。对耶，对啊，你头拄仔就跟我讲什么3工就学会晓，你刚刚我就厉害，没有啊，就只要认真学啊，有脉络的学，其实2个月就可以写得出来啊。你头一节的时阵，你万无想到，你会当做这个代志，但你就做会到的。哎呀，真正是没想到嘞，老师，到位啊，谢谢吴昕老师，满满的情绪价值收到了。这不是情绪价值，我就只说老实话，我不会提供给大家情绪价值的，好不好？好，你提供给我就好了，谢谢。对，我们是说老实话的。就算就定讲你就碰的，但是其实是啥？其实是伊用伊迄个万能的脑筋在想其他的事情，以至于有一些东西我们不拘小节，我们是成大事者。对，因为我常跟他们讲说，我就是来这边碰的，因为就是我平常精明干练久了，需要来这边碰一下，来这边放松一下，可以接受你造谣的炉火纯青。不是，我是说真的。后来，今天就是安呢，就是我们还有2节我都讲错了，好吧？我们再看最后一个，今天就差不多到这。我们今天学的非常，我就跟你说，真的没有很难嘛。那是讲你今晚把声调分做3节，我们会分成3节哦，所以下一节不是变调，我们下一节再教入声。对，咱加粒声，对，应该是下2节，然后再下节才是变调啊。大家不要就没有很难嘛。对不对？如果我们把它拆分拆，对，今天咱1点钟就结束啊，好快哦！我们1个小时就结束了，真的很你不要太紧张，你就搞谢谢，你要相信你自己。吴昕老师，我自己写下来呀。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标这个声调的时候，你就是把它当成，例如说，我刚刚 水错了，是因为我刚刚就念水，但是它单要念出来的话是水的，所以我们就对啦。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有时候有变调的时候，我们先把它当成一个字来念看看，这才是正确的音调，这样子吗？对，你讲得很好。你刚刚就对了，是讲你惊讲会变调会影响你，你可以先单念那个字看看。有时候大家是不知道那个字，比如说按箱也按，他看到他不知道怎么念。对，所以就要去查，还是要结合查字典。对。太好了，好，我今天真的要融会贯通一下。你家厉害，我跟你讲。谢谢。多谢叔叔，谢谢，感谢，谢谢学费。你拍的时阵就要搞好，感谢你的300块，谢谢啦！哇，居然是帮我缴学费，让我学就是这么有系统的，真的是台语之类的，真的谢谢。没有啦，你们1个人150，刚好300啦，谢谢大家。我跟你们讲，他就是只要愿意学，大家都能够。对，大家拢就厉害，对，要相信自己，你嘛现在就厉害。你头拄应该是用台文写的哦，伊讲什么入定的时阵就是爱交学费，就是爱交，感谢，应该是伊写的是台文，我就用台语回你。感谢你的300块豆呢，感谢 Kevin 谢谢。你下次是他伊嘛是咱那个150块的回应回完安尼，哎呀，真的很回完，哎呀，真的很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大家支持。有啊，今日差不多就是关机声调，咱就讲到这后一节课咱讲入声等底的声调，但到后一节，冰一节，咱讲冰就是后一节，冰一节，冰节就是后天的意思，冰一节。我们就是会讲变调。对我看到平安来啊，就是中岛平安大蛋钱，平安大蛋钱，感谢大家支持。嘛是甲感谢服务时间一个好啊，就是以上的节目就是由咱的文化部本土语言司本土语言司赞助。今晚咱有一个活动，是你若是各位加入吼，
150块以上300块、3200块，啊，还有3400块啊，逐个月拢有哦，就是文化部就会赞助6个月6个不同的周边给大家。我们现在其实5月的也好了，咱5月时阵才给大家看。好，谢彩子老师。对，就是大家知影5月的时阵会有一个咱冰岛内底最重要的一尊神明的生日，你会使甲大家讲是倒一尊？祝生娘娘！祝生娘娘生日，所以咱这届5月的迄个跟配，我们的明信片就是跟祝生娘娘的一个特别，就是庆祝祝生娘娘诞辰，就是祝生娘娘生的一个特别气话啊！大家即摆已经好势啊，大家使小期待一下。逐个月拢有无同款的物件？对。可以期待一下哦。若是讲你想要加入，会使同咱的绿界嘛有啊，直接加入咱的迄个看到边订阅之外，旁边有一个加入会员150块以上，你可以直接加入。没有错，对。对，差不多是安尼。对，感谢大家。没错，请大家多多支持了。然后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新专辑预告也开始咯。是。有咱去年的迄个专辑嘛是，嘿，你要继续说吗？还是我讲？我好多要看掉迄你先说。好，没事，因为我刚刚就是努力的要记7声8调，脑袋的确是过载的状况，但是对于自己的分数还算是满意啦。还算是满意，所以我刚刚是脑袋有点转圈圈。来，最后要宣传的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我们专辑的瓶装版以及我们的精装版，在我们的置顶连结当掉那边就可以开始预购咯。拍击！谢谢你们大家，而且我们这一次真的是从去年开始的5月28号开始，我就一直很密集的在跑我们的募资专案，然后为期3个月，也谢谢大家，还有文化部爸爸帮我们，就是把这次的募资专案很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一转眼已经快要1年哦，我们的实体专辑总算可以让大家开始预购了，哇，真的是爱情长跑呢，嘿，真正爱情长跑有无？我是老师，这真正是伫咧，这真正是咧中，搁有左中奖嘛，搁有得奖啊，金美奖嘛有得奖，啊，搁有去金美的舞台去表演，就是其实中间发生了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对，你预购链接要给大家，就是伫地图遐，若是讲你有去过是地图遐买物件，你就再点进去。没错，就是我们若是讲你唔知影公司地图是倒位，对，就是置顶连接那边。我刚刚收到鱼兔很，哇，甲我讲，有够好笑诶！我甲大家讲，是连续变调，是叫连读变调啊！这个不是我用，这是我用错没错，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主挖开始，后边咱会尬变调，我们今天没有讲到变调，其实它的专有名词叫做连读变调，不是连续变调哦。我自细汉我就一直甲抖音的抖，看做连续的续，我就是看成连续的续。我从小都看错，我懂。我今天才发现，原来他今天才跟我讲，然后我才发现，原来中间那个是读，而且真的是读我懂我也是叫叫点啊，我也是常常阅读障碍。对。自古早一点都相信我无看唔到的物件，结果真的看错。对不起你这部分多谢吴豆啊，跟我讲，我真的突然才发现吴豆啊跟我讲，那个中间那个字是读，真的是读。是，没关系，猪也顺便学一下，感谢兔和老师的提醒。后边迄个就会甲，就是连续，就是咱咧做变调，咱咧教变调，咱咧分享变调的时阵，我就会答对，我就一定会答对。好，多谢大家。总之就是看起来很像序，但是是连读变调的读这样子，对不对？对，他是真的写读，可是我一直把它写成序，我不知道，我只被他念序，好奇怪啊！没关系啦，我也常常看错那个观众的名字，然后还是顺便帮他们改名这样。然后酷沙娃，我应该是沙酷娃，我自以前到当然就一直
叫他酷沙王。我也是我之前有一你次是现在还是叫他酷沙王啊？对我之前有一次说酷沙王，你哥来啊，就之后发现啊，咱是沙酷啊，不是酷沙王。我之前也是。你是酷沙瓦，你是酷沙瓦，那我之前一直念成沙酷啊。所以一起酷沙瓦，所以我一直是念对的，是这样子吗？我想说，他不是酷沙瓦，是我念不对，是我念不对，拍谁。好啦，我就写安尼，拍谁？我够卡碰。不会啦，我觉得不管是兔和老师跟观众，其实大家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和气、和善跟和平。对他们的这该怎么讲？他们的我跟你讲。若是讲我，若是讲阮有讲唔对的所在，恁会当就是直接跟我讲，我们就是互相分享自己知道的东西。对，是互相，唔是讲我今仔日伫主要是我咧讲，啊是讲是迪卡咧讲，就是咱我们比较有话语权，不是这样。对，我嘛是随时希望大家可以来回跟我们讨论，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跟我们讨论。而且有时候我又对我这部分嘛是。就是也是会笨一下，没关系啦，反正我那个金盟干练上面的那个草就是我上方的皮克明这样子吗？是这样子。我跟大家说，屁啦，不要在那边把你的责任推到我身上，才不是我问题。我上方的皮克明，不是我的问题，内斗打架，打眼。什么意思？好了，皮克明抱走了。我跟你讲，这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是昨天的事。好，我昨天去我现在目前工作的地方，然后去做事情嘛。然后我早上是吃完早餐，喂温老对我爸爸妈妈也可以出门我就从我爸爸妈妈家嘛，然后出门这样子。然后因为我的手机呢，我平常带手机的时候，手机是有吊绳的，就是也就是说我其实不用拿手机，我只要把吊绳拿起来，我的手机就会挂在我的身上嘛。对，那我的手机啊卡不会 lucky，对我就是怕我自己会掉手机，所以我就这样。可是我又忘记我有带手机这件事情，我就直接不知道为什么拿到我妈妈的手机。是安尼，我不知道是安怎，当时我记得我是当时摕到的，反正我就拿到之后，然后我到我上班的地方，然后才把手机拿出来，然后我又去做我自己的事情。回来我看到了阮老母的手机啊，我就想讲，阮家的阿姨换手机啊，现在这个手机啊，跟阮妈妈也较像。然后我就拿着那只手机问我们那个工作的地方所有的阿姨啊，还有我的那个主任，就问伊讲，你这是你的手机吗？怎么跟我妈那么像？然后结果没有人跟我，就大家都说不是伊的，我就想讲应该是境界有其他的人来，就是其他的朋友来啊，他们忘在这里啊。我要失物招领的时候，我就发现阮爸爸打电话打30几通给我，然后我想说到底怎么了？怎么可能真的是我妈的手机吗？一接起来他说您老婆的手机啊，刚是不是真的在你那边？然后呢我就看，真的这真的是我妈的手机耶。然后我就又拿回去。超级笨，我就是常常会发生这种事情。我把也去给他提走，而且就是这个事情笨到，就这件代志就是戆家，我妈妈无相信，一开始伊无想到这个手机有可能是我拿的，他以为是他自己忘记，他要去警察局报失，然后我爸爸就跟伊讲，你有没有可能是你？有没有可能是你小孩拿去上班？他说怎么可能，太笨了吧！然后打电话过来，真的是我，真的是我拿的。你像我自己看到的时候，我也相信不可能吧？不可能是我拿我妈的手机吧？怎么可能啊？我就问其他人说这个手机是你的吗？怎么跟我妈那么像？这怎么可能？太像了吧？结果真的是我妈妈的手机我只能说我们这只皮克明真的是太可爱了，是不是？放在我敢用，对，是，放在我头上长草，真的是太可爱了。对，真的不要相信，不要太相信我的智商。那个有当时好不好？大家拢就是迪卡拢讲我就巧其实没有，
就有时候是这样，好不好？真的会这样。好吧，反正我们负负得正嘛，是不是？就像你刚刚讲的、啊，负负得正有没有？正也得正哦，双倍的哦。对，我就是安尼，所以我甲大家讲，好不好？就是我先今日咧甲大家的时阵，大家莫专心，也是爱相信咱教育部是文化部，好不好？文化部迄个甲大家讲，就是有正确的资讯，你会使。更较侪在利用，就是我们教育部的词典啊，或者文化部上面也有其他推荐很多，不论是乌透啊的迄个fan page， 伊会讲一寡台语的物件，佮有好多讲的阿凯之声 podcast 的嘛，有足侪上台佮有公司台语台，会使看台语版的福利人，一寡里面嘛是伫顶管，就是若是伫咧阮遮会当学台语，有足侪所在，即摆学台语的所在其实就多元，其实很多多元，对，没错。我看到小猫猫，嘿，敢是小猫猫啊？不是？你说小喵喵嘛？嘿啊，伊就是小喵喵在吃光一点。Hello， 中岛平安，过来了。你像咱的宇飞桑先生，就是咱的猪农哦，吼，咱台湾的猪农先生哦，他也是就是有持续加入我们，对我们台湾话组员的这个汇集，也谢谢支持。对，然后我们对啊，我们4月份的表单已经快要收单了，大家一定要记得填一下哦。好，除非您希望尊爵不凡的一条龙填单服务，就可以直接加入高阶会员啦，谢谢咯。各位使互大家看一下阮4月迄个，可以哦，可以来，来就是谁最安内咯，来就四爷有无 ？IG 透卡，对，这是透卡，就会使传出去食饭啊。然后还有春节嘛来啊，就感谢大家哈，感谢大家今日来，嘛今日嘛差不多就到家，差不多啊，嘿对，差不多啊。吴昕老师，我头事实上我想去尿尿，你想去尿尿？你先去尿尿吧，不要紧，你先去，不要紧，因为我有不要紧，我只是很想要听你刚刚说什么。我想要讲的是，有人已经给咱捧场迄精装版呐。对，感谢，谢谢。我们目前在置顶连结就是有我们企图小伙伴帮猪猪上架的我们的这个实体专辑的预购。我刚刚已经有看到精装版，我先去本手。好，你先去本手不要紧。对，我待会跟他们讲个 ending 就差不多结束了。你先去吼，你今天礼拜辛苦啊。对，谢谢你们。我看到就是已经有人开始预购，然后不管是瓶装版、精装版，就是数量就是从1个2个开始，就从我们去年的募资那种感觉一样。从少少的钱一直到大大的金额，对，然后看大家一点一滴的帮我们把这个募资的金额累积上来，真的是很感动。然后刚刚我在精装版的这个平台页面也看到，对不起，看到也看到我们精装版已经也顺利的卖出1位了，感谢，不晓得是哪一位大大帮我们把第一份吗？还是第1盒？对，还是第1本精装版带走，真的很谢谢你们。精装版的部分绝对让大家会非常非常的惊艳，因为我们的用料成本真的是挺贵的，也是交由我们算是台味第1艺术家小子老师操刀，所以当你们收到的时候绝对值回票价。对，所以欢迎大家支持起来，因为现在要出专辑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既然不管是文化部爸爸或者是院线们都愿意支持我们的专辑，我们现在也成功的把实体专辑做出来，要让大家预购了，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到底。对，因为做一张专辑成本超级的高，但是我们还是很开心，这张专辑做出来之后，可以很多的奖项都有得去做一个投递，更希望今年度我们真的也是可以有一些破圈的一些成绩，然后让不只是台湾的观众，我也希望让其他圈子或者是国外的朋友，让他们知道说台语真的很美，真的有很多可能性。谢谢大家，今天真的，哎呦，我要登来啊！你登来我可以跟他得奖。我给你，我们是不是我们这张专辑好像也有得奖诶？对，伫咧迄个 GA Global 另外一个 GA 就是全球音乐奖，没错，全球音乐奖这个奖，我们是确定是得到银赏的部分。我可能要去翻一下那个很可爱的奖牌，我们现在不知道整理到哪里去了。呀，对，就是咱伫咧做就做这张专辑的，其实我们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也遇到很多肯定啦，就是真的要有一些肯定，然后才会继续做下去。因为没错，我好像在我出生的时候，大家就已经开始用 KKBOX， 所以我对你好年轻，
没有啦，我不是在笑脸。我不是，我不是想要讲我家己，我不是想要甲大家，好大家甲我学咯啥物，我就笑脸，你真正就笑脸。我只是对于细汉的时阵爱去买专辑这个代志，我好像没有什么很大的概念。吴洵老师，你真正伤过笑了！你刚才你当阵5000年之前哦，规个人吼四过拢是400多年进前是，400多年进前无这个物件，对，我是400多年进前出席的。宇飞商本宫，猪猪想要问一下，那个表单上个月填过，这个月还要填吗？要哦，因为我们每个月对。因为我们会怕每个月有稍微的浮动，对，就是说有些人可能就加1个月就不加了，对，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可能就先填一下。加起它自动取消了，他也不知道啊。有些时候 YouTube 就是安尼，就是伊的迄个手机啊，迄个信用卡，伊的 Visa 不好都考，对，伊就会主动来登记。啊，若是讲伊爱连续，对，所以我们会希望大家每个月都填，对，因为有当时嘛不是每个月大家拢想要爱迄个酒杯，对，这其中的那个状况其实很复杂，就是我想要可能我想要1、3、5月的，我没有想要26，有当时有5个人，所以就是阮即马讨论的结果就是你有加入啊，你嘛想要爱1个月，你才来写。没错，就是我们仪式组人也是这样啊，我也给你写对，基本上仪式组通常全部都是由猪猪这边全部填了，所以他们就是每个月一定会收到啦。不过我是说那个吃的团膳啊，团膳我们也是这样啊，就是如果你不想吃我们也会在里面有选项，是，因为就是做这个做比较低卡加也有营养，然后我们有时候也知道说，其实每一个人的需求不一样，对，所以这一点看麻烦大家，麻烦你们大家了。我们是认表单不认后台，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例如有一些高阶会员，他其实也是不会透露他任何的手机、电话、大名，然后全家店到店地址，是因为他们对于个资算是比较谨慎。好，那所以说即使是高阶会员，但是我们真的这边有1、2位是真的绝对不收我任何的高阶回馈的。对，那当然就是不管是150块、300块、600块的，当然也是尊重大家。如果你们只想纯支持的话，很感谢。对，那但是如果想领周边的话，请务必每个月都要填表单哦。谢谢大家，谢谢，没有错，谢谢大家，没有错。OK，吴洵老师，你达到9遍瘦掉啊？好，今晚8度就要呗。有淡薄啊，但是我要去加头毛，因为我明仔载甲大家分享，就是我明仔载要去见一个最重要的人，为着我的放假，所以我要去，我一定要去经历一个头毛，我要去加头档，对，甲大家讲拜拜啊！你若是要讲拜拜，恁就甲阮讲拜拜啊！一个人我们说到好不好？30分，来，我就会背迄个不灵机啊！好啦，我今日要讲到倒位。嘿，我先切一个片尾啊，我来算一个吼，这个算一个水水的宝过去一个吼，要算到一个咧，要背过去，背机，背。不要紧，有些猫薄荷说他有时候会忘记他到底填过没。我会建议，我会建议的，你若是讲你想要，你想要。你忘记了，那你就再填一次啊！由我们来帮你整理，就是我们会把填过重复的抽出来，对，这样子。但是你一定要记得因为我们现在我希望大家尽量填自己的地址。如果你们可以，就是都选邮寄的话，因为那伊藤先生就不用招冷别现在已经全部都是邮寄了，对，全部都是邮寄的了。现在都是邮寄对，那那你们就是填一样的地址的话，因为大家的收件地址都是一样的嘛，对，我们看到一样的，我们就会帮你删掉。所以如果你真的忘记，你若是讲真正不记得，你就可以下一改，对，就再去写一次。没有错。谢谢你们大家，拜拜，感谢拜拜。哎呀，谢谢兔宝老师今天你买来啊，谢谢森林宝贝，感谢你的铁气，我刚喝酒，我现在才发现，没事，谢谢你，谢谢你们，拜拜。
拜拜，高知拜拜，高知好到跟我来，拜拜。哎，还一起老师，嘿，谢谢一起老师，哎，你还记得？嘿，谢谢，然后佩佩鱼，谢谢你，佩佩老师，拜拜，佩佩叔叔，拜拜，嘿，谢谢你，拜拜，刚想，再见。好，那我已经确定我们去艾莉讲呀，对呀，我们可以艾莉讲，嘿呀，好啊，去艾莉讲下的时阵，嘿。对，要讲落啊！記得有禮貌哦。对，一定有禮貌吼。はい、さあそれではまもなくエリちゃん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咱哋要講到伫咧，那エリちゃん嘅冰島咯，下好你嘅安全帶，準備要來講到一個咯。吳昕老師準備好啊不會？好，準備好啊！免稅商品也可以記得加購哦。謝謝，拜拜。好啦，大家拜拜啦！煮杯羹啊，放在咖啡，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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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很夠，拜拜，拜拜。阿夠嗨梯啊，水母的台語就是嗨梯，又放葡萄乾，拜拜。下面葡萄瓜，我不愛吃，我不要吃。好了，大家拜拜啦，辛苦大哥也謝謝你今天過來玩，謝謝你們，拜拜咯，下個禮拜見，拜拜，拜拜，拜拜。你現在沒有放粉紅高雄？对，因为粉紅高雄就是期間限定，但是那個時候我很感謝那個。